什么东西没关，什么之类的，对，那个，对，就是忘了关。等我现在马上出来，我要从我的办公桌椅，对不起，卡痰，我要从我办公桌椅下面爬上来，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忙成猪，但是我还是要爬上来，今天还是要开台。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上台的台湾美酒标猪脚炖足鸡哦，欢迎大家到我的频道哦。今仔日咱要在做工课，做袂了的工课哦，真正就侪工课要做的吼。来，我来开一个 VGN 的吼，稍等一下，疯狂卡痰呢，怎么回事？来，带着这个我们这个 VGN 的部分，我们来挑看看选哦，这个。紫的纳卡西这个紫这个纳卡西这个紫的纳卡西我这个不是已经整理到那个某个资料夹了吗？这个不是，怎么又不见了呢？伤脑筋。等一下我紫的资料夹呢？咦，我不是整理好了吗？找到了呢。碎啦！就是这种感觉。好，谢谢面线们，你们帮我听一下我们上的这个 VGN 跟猪猪的声音还 OK 吗？各位面线们，午安，中岛平安，中岛好吼，大家午安。我过来一点。好，然后帮我听一下 VGN 跟我的声音还可以吗？好，然后有问题的话随时跟朱蒂卡说一下，谢谢，刚下。看一下哦。好，我要把大家的聊天室抓回来了哈。大家午安。其实我原本今天想要做那个周表做突发，对，然后当时想说干脆还是开台吧，有什么东西要忙，我们一样可以开台忙啊。对，只是我没有办法专心跟你们聊天，我会很痛苦。对，是我会很痛苦，不是你们很痛苦，是我很痛苦。谢谢你们帮我听，还 OK 哈，感谢。首先是他哇，伊拉小孩，他哇好像昨天的那个谁被我抓到了我觉得我好精明干练，谢谢你们昨天陪猪猪玩，你们看看你们昨天对我做什么，昨天的激情，你们还记得吗？就叫你们温柔一点，真是的。好啦，套中岛我被攻消位哈。好啦，套啊，中岛平安，中岛好，刷到来是电先生伊拉塞，对，感谢就是我们电先生昨天对一同来参与我们特激情的友情有劲2选1，没有错。昨天我们经历了不是友情就是有劲的2选1，紧张刺激。非常的激烈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昨天的4月8号怎么会这么激烈。不是友情就是有劲然后最后我为什么会留下满满的葡萄干在我桌上气死我。好，总之希望昨天大家玩得愉快，也看得愉快然后想想是薄荷薄荷，你跟我的友情近了吗？好啦，谢谢参与的你们。昨天就是帮猪猪把那个我们所谓的回血条补的满，不止满，还溢出来了，真的很谢谢大家吼。然后金刚葱伊拉夏，然后刷到来，我看起来平安符对平安符号就 OK， 欢迎你来到离开冰岛了吼。鬼子又和打电动啊，我是不好说，但是那个很像朱迪卡某首原创曲75C 对。喂 F 先生，你早上生就欢喜了哈，谢谢你的参与。我知道中午、下午时段大家都很忙，对，我知道中午、下午时段大家都很忙，我真的知道中午、下午时段大家都很忙。但左边这一道到底怎么回事？我真的知道你们中午、下午时段真的很忙，对，但是为什么左边这一道你们可以完成这样？为什么你们左边这一道可以完成这样？你们不是很忙吗？然后接下来是恰恰好薪水强到报道哈，欢迎来到的迪开冰灯哈，也谢谢薄荷提醒猪猪又忘记关回放。我的 BGM 怎么样？我的 BGM 呢？对不起，我忘记循环了，再一次。
兰哥来击败哈，好，然后猫与猫，对，刚刚那个很酷吧哈，然后盛仔谢谢，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长官，欢迎你来到这个频道啦！吼，长官是讲有欢喜无？我知影你拢最欢喜的吼，长官。吼，下班来一道吼，这样子有没有很舒爽哈？长官，你的四肢还在吗？你昨天直接2000过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你的生命安危。对，但是看样子还有办法打字，应该是没有问题，应该是没有被断四肢。谢谢昨天长官的支持，谢谢。我回头比哥伊拉赛，位置小马宝，田先生，你买个供啊！你今天就恐怖，你刚才昨天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真的这辈子就是我连一颗葡萄干都没有办法面对，你们要我面对这么多颗葡萄干，你们要我面对这么多颗葡萄干，你们这样厚道吗？你们厚道吗？而且真的万分感谢我们水灵小宝贝的精算，对，因为猪猪也忙到没有时间精算嘛，然后我就询问宝贝，不好意思，你看得懂猪猪在打什么吗？摩斯密码猪猪文这样水灵宝贝就看得懂，水灵宝贝看得懂我打的摩斯密码对，所以我昨天有贴在 DC， 我的摩斯密码贴在 DC， 然后水灵宝贝就是帮我精算了一下，我们昨天呢，我们不包含2包直接很 secret 的倒下去的葡萄干，我们就只算昨天到底你各位有情跟有劲到底为我加码了几颗，我们先不算那2包2包是基本上算不出来了哈。但有情有劲的这个结局下呢，您各位昨天总共帮我加了378颗葡萄干花虾催蕊，好不好？我们这碗里面有你各位的有劲葡萄干你们送我葡萄干就是代表有劲了，知道吗？但是之后你们可能又不小心转到了送我去重训我们的友谊又回来了这个一正负抵消掉这样。好，总之呢2包的葡萄干数量到底多少不可考，但是我觉得可能有1000了总之你们昨天替我有劲的加码了378颗葡萄干，谢谢你各位，谢谢，好不好？对，那除了这378颗葡萄干，再加上我们桌面上其中有2盒已经在碗里面了，我只是很惊讶的说，为什么这个碗这么能装？我万万没想到这么能装它好能装超能装。这他娃被抓，对，被我抓到了，我鸡皮盖裂的抓到了，对，我就觉得我嗅到了塔瓦的味道，对，这个是塔瓦的味道我嗅到了。水母先生，我谢谢你你玩得很开心我们究竟是有情还是有劲呢？我不好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尽管我们有劲了，我还是很谢谢你们替我把我的血回得满，真的谢谢你们。昨夜深深伊拉塞，黑夜伊拉塞。那你以为是我薄荷爆料的吗？不是我没有去问任何人，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去问别人就。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去问别人其实就不好玩了嘛，我就觉得即使我猜错就算了，就顶多就砰啊可是我昨天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我昨天其实玩到大概5、6点的时候肚子很饿嘛，因为我是正餐很正常的朱迪卡，然后肚子很饿的状况下，然后我只觉得我肚子很饿，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念头就觉得肚子很饿，但是突然觉得说那个长腿叔叔很像他娃娃，就是在那个很饿的当下，我突然就是有一个念头告诉我，那个长腿叔叔可能是他娃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就这个直觉，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又不敢问，是因为我还不确定，所以我睡了一晚，我让自己沉浸在这碗葡萄干的这个非常非常激烈的氛围之下，我更加确定了，好，那个应该是他娃娃然后就真的抓到了。好了，我先跟大家打完招呼啦。然后爷爷安安，然后对了，我薄荷最后到了，不会跟猪猪爆料啊。然后说长官，你跟我讲这是巧克力豆，我不相信。它不管是味道、外形，还有口感，根本就跟巧克力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张惠妹就是爱美呢？虽然说这2个东西很棒，对，不是东西，对不起，这2位天后都很棒，但张惠妹是张惠妹，爱美是爱美，你刚摘好不好？我真的觉得把葡萄干拿来比喻2位天后，真的很对不起天后，对，但我想说是，对，但是又不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楠楠你好，这个糖分很高，所以我才特别想要安排我重训的时候可以补充，而且啊，我先打完招呼好了，一直聊下去聊不完。ZWL3，我们这位最后一件胖次的主人啊，对，昨天你们玩的开心，看得开心吗？只要冲击疗法，这边那个就习惯了吗？我就看我这一次，我明天就要来面对，不只是葡萄干，还有芋头、香菜、凤梨罐头，不是咸蛋，对不起，咸蛋下去没办法，皮蛋。好不好？我就把我喜欢跟不喜欢的全部纠结在一起，我就看它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不好？哦，小胖伊拉塞说聪明有那个呢，很机密概念是不是？我下次只要就是遇到我可能想不透或者猜不到的敌人，我只要忍受到我肚子饿了，我的肚子饿只要一出现这个生理反应，就开始求生嘛，求生欲开始暴增，生理反应就是求生欲暴增，肚子很饿，然后就突然变得很聪明的，这到底什么鬼？378更可怕，好不好？等一下，追不到聊天室，完蛋了。你是转到的，对，378只是转到的，这一碗里面有上千颗哦，我没有跟你们好小，我没想到我的碗这么能装，这一碗里面至少我觉得有1000颗以上了，真的有力气承包。其实转到很多，对啊，我真的常常突然想到，我就连那个出号机的摩西，我是怎么想到的？我应该有跟你们讲吧？我是某一天睡觉，然后睡到一半，我突然就是惊醒，我知道摩西是谁了。对，就是灵光乍现，一定有那个小精灵在帮我，就是整理我的思绪。真的啦，我那个时候摩西好像是前2年的过年，我还记得是过年要初几，我就睡觉睡到一半，然后真的是半夜3、4点，眼睛打开，我知道摩西是谁了。然后过5秒，然后马上又睡着，然后隔天快点跟大家讲说啊，我昨天梦到那个，我知道莫西是谁了，就突然这样灵机一动，突然知道是谁了，这样他突然跟食物连接起来。这个我不好说，就是这个兔先生怎么会跟这个长腿的族群连在一起？对，就明明这个腿族群应该是要跟三哥连接在一起的，但是我却没有跟三哥连接在一起，我觉得不太对。对，我就觉得这个长腿族群实在是感觉头发应该很长，应该很美，对，不懂我的意思。小姐你知道我生个欢喜了？小姐你们不是很忙吗？请问左边这一道是怎么回事？请问为什么昨天你们明明很忙的，你各位尊爵不凡的我的面线们啊，你们忙得要死，但是左边这一道怎么回事？好多葡萄干，春姐姐你帮我吃，春姐姐全部加在一起没有错，爷爷我玩很大，玩很凶。鼻子一捏，往嘴巴里上都结束了吗？我不会用伤身的方式全部把它吃掉，我会好好的把它调配成适合重训的配方，然后呢，配合我们的重训时数。别忘了，昨天不只有葡萄干，还有重训时数。重训时数，我的宝贝，我的水灵，对，他已经也帮我精算出来了。那昨天的重训时数，我还要再加上答应你们的380下深蹲乘以2，以及180秒的棒式乘以2，我再加总下去，我自己来安排我自己的重训课，配上你们生成的这些料理，好不好？我觉得大概可以开个大概4、5回重训课吧。对，你们生成的重训课，对，我就命名为你们各位面线们生成的重训课。明天我们会进行 Part 1。你各位生成的重训课好不好？为了你们主播朱迪卡的健康，我只能说你们真的费尽心思，用心良苦，我都知道，好不好？你们用最迂回的方式帮我补血之外，还替我安排了重训课。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写在今年第4届吉米奖企划书里面，真的太棒了！我们家面线是不是？我就连这个都能掰进去企划书。我说我家面线多爱我，是不是？帮我补血之外，还用很迂回的方式帮我安排重训课。重训课就算了，我们就连这个重训之后的补给品都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不是真爱？是不是？主播，面线观众，是不是？我们心连心，手牵手。耍了被拉球，我被给地啊！手牵手，心到底吗？哎呀，对不起，那个年代感太重，我一下想不起来我要怎么唱。把好时机，亲像飞龙，亲像面线飞就甜，
不对啊，昨天应该是低卡不会求低啦，我被电到飞起来，我昨天真的被你们有劲电到飞起来了，好不好？哎呦，现场面对被坑又是一回事，水莲宝贝你真的很懂，好吧？长官跟水莲宝贝就不要，如果我不知道我今年还会不会有所谓的什么奇奇怪怪的特点啊，握手会啊，你们就不要真的对，又让我就是水莲宝贝，你乖，你就不要又被猪猪抓过来。对，这次我要水灵一一替我指认谁是谁，这样子就不会有我的锅了，你知道吗？不应该吃太多人上火跟便秘吗？好的，谢谢陈姐姐。所以啊，这个葡萄干不只是葡萄干，我还增加了芋头配方，还有皮蛋，还有凤梨，还有香菜跟三色豆。虽然说他们很惊悚，不，我的芋头它一点都不惊悚，对，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配合一些碳水，我必须要配合一些纤维质，我必须要再配合一些其他的。姑且算是天然色素的蔬菜，姑且算是好不想说它天然哦，因为我三色豆我真的对，总之呢，这些东西嘎嘎嘎嘎的拌在一起很可怕，对，但是我打算把它切成4-5份，我们就安排4次的重训课，我们把它吃完，对，而且也不伤身。对，而且真的就是重训之后或者重训中间补给一下，就是不会拉肚子，但是也可以增肌的这个配方，我们明天来调看看。对，我安排在明天，好不好？来，然后我看一下小花妹拉下来，林长，我生个就欢喜了，我开始就欢喜了哈。哦，对啊，可以边训边吃，可是就是重训之前可能就是慢慢先吃1-2口，重训中间也是可能1-2口补充就好，但是重训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补充这样子，对。然后再忙都要转手经理，我们家面线再忙都毒性坚强这样，最后这是虾米饼干，不要问，很恐怖，我实在是也不想正视他的名字。对，你的用心应该不是重训啊，说啥呢？我们昨天不是有情，不然就是有劲，你们只能2选1啊，不是吗？对，你们昨天的2选1看来玩得很开心，不是吗？心到定。对啊，春丽姐姐，你为什么会知道？这话没听到重点跟听不准，脑中基本上，对我也出现了难上加难的画面，我知道。但是韩基本上，我看到你，我出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啊。韩基本上，等你的福气，您刚在。韩基本上，咱即马这朱迪卡棉花娃真正拢卖完啊，真正无啊。你敢知影是为什么？韩基本上，你应该是知影啦吼。你若是唔知影，你就是互我装笑的啦吼。韩基本上，唐突变成8点档。等一下，我的假面朱迪卡怎么不见了？等一下，韩基本上他对朱迪卡做了什么的那张照片怎么又不见了？等一下。我们真的是托韩吉玛桑的福了哈，就是那张照片一出来，我们的这个棉花娃瞬间秒杀了。这个你问我为什么，我嘛不知道啦。聞いてもわからないね。聞いてもわからないね。それがなぜかしら、韓島さん。これだよ。これだわ。わけがわからないでしょ。わからないのなら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見てごらん、韓島さん。君のおかげだよ。本你的福气啦，韓島さん。这个棉花王已经卖了了，谢谢哦，刚下到啦哦。各位亲爱的面试们，朱迪卡目前有算是这该怎么说？这个卖场，对我去找一下，等一下我又忘记复制卖场啊，这个周边的卖场啊，对这个周边的卖场，目前只剩下就是零星的一些少量周边，这个基本上就是售完不补了哦。那欢迎大家慢慢参考一下，对，那个基本上呢，这个东西呢，对，就是个现货，对。那我们目前就是委托4季度的伙伴，我们奥以及 Eric 老师，对，来替猪猪出货，对他们效率之好的，对，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得力助手啦，真的很谢谢他们帮猪猪 hold 住，就是周边的这一部分，对。
但是呢，我这个夯鸡发商的这个疯狂假面的照片一出呢，对，然后那个对，然后棉花王瞬间就没了，对，就没了，对。但是欢迎你各位还是可以点进去，我们现在目前置顶连结，还有其他的周边可挑选。那这些周边基本上就真的不会再售后不会再补了齁，就是之后如果真的没货的话，就真的不会再补。但之后如果还是有货的话，还是可以陆续来这边就是继续就是对手滑购买一下，因为今年度我们已经要推出我们的 4.0 了，一定也会配合非常下趴、非常台味的周边进行宣传。对，但是你对以前朱迪卡出过什么周边有兴趣的话，那这些就是部分，还有现货的，欢迎大家都可以把它一扫而空哦，谢谢。然后小茴香橙也拉下来，凤凰假面猪，看一下脸盲是吧？等一下，没有关系，小林宝贝，脸盲那也不是我的锅，好啦，开玩笑的啦。有可能水梨姐一起崩，我这样高几率8%机会，好不好？这样虽小拿铁是这个虽小拿铁，我只能说就是期间限定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我们这个虽小拿铁其实基本上应该不会再有了，对。除非炒空间的档期会再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档一档的啦。未来我还是倾向于给大家新的东西会比较有趣。没事，水灵，其他人忘记没关系，那捉几个点，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编，气死我了！如果还有第三次的握手会，我还要把他手真的握碎。对，恭喜淑清，好不好？那是友情了，真的开2包而已，这样子，我就家里就只剩下那2包可以开，是不是？如果我在第3包炸进去，我觉得可能我吃完这些东西，我直接人生毕业给你们看，好不好？不是逼生毕业，人生毕业。小妮妮你来呀，小妮妮，我们这一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我是小妮妮，我们的昨天的金砖大佬小妮妮出现了，而且她的金砖不止1条呢，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左边这些跑马灯有你各位尊爵不凡好的彩虹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颜色，对，以及小妮妮的金砖。对，我只能说金砖对小妮妮而言那个数值真的很像，不过就是10块钱就这样投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频道的这个赞助的音效哦，就是有如算是投币式这个卡拉 OK 的音效哦，就是叮叮什么之类的。如果你们对于这个音效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试着赞助朱迪卡，你们就可以听到这个音效咯，好不好？对，哎呦，这个很像小妮妮的3万块金砖怎么跑过去啦？哎呦，伤脑筋呢。对，然后以及您各位的彩虹，以及各式各样的彩绘聊天室的颜色，对，真是主播看了最开心的东西，谢谢大家，谢谢。我现在又满身大汗了，然后夯吉玛桑，你也700块修掉啊！感谢在座的各位大我提供的灵感。我就说我要4.0了，老娘的4.0，我一定要跟我们 LF 爸爸讨到一件内裤。我此毕生不讨到一件内裤不罢休。我要是此毕生没有讨到一件内裤，我不离开，我骑着插在这边。我就即使我真的可能不小心哪一天要人生毕业了，对，我也要就写个血书，把内裤写在血书里面寄给我爸爸，吓死他，然后不得不给我一件内裤，知道吗？为了内裤，我可是会付出相对大的代价，即使大的代价我也要付出，因为内裤很重要。谢谢大家，内裤真的很重要。哪时候握手会这个可能要询问一下我们家非常非常就是有才的米娜板板，对，就每天都很忙碌的米娜板板，看他就是今年度是否对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哦。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期待今年可以在高雄好好的揍你们一拳哦。就 YF 先生，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握手会哦。就我这个无处宣泄的肌肉，好像已经握手满足不了我的状况下，你们就给我小心一点哦。握手套住丝。那算无三不成立，我谢谢你们。所以小拿铁讲的话，其实可以买材料自己做，的确是啦。但是能不能做出这么迷幻的配方的话，这个我不知道。但你们可以自己调看看有没有迷幻配方。是小妮妮，谢谢你的爱心，谢谢你不止1条的金砖，还有谢谢你各位不止1条的彩虹，也谢谢你各位不止蓝色、绿色、黄色、橘色，还有什么色？
啊，桃红色，好，谢谢，谢谢，对对，主播最喜欢的彩绘聊天室，谢谢，小哥伊拉塞，然后怎么不可以不穿内裤呢？应该是不是？春姐姐，他们都要让女生不穿内裤，你可以说说他们吗？对我们即使牛妈再爱讲干话，不是，对不起，对我们即使牛妈对他不是再怎样，他一表人才，他知道内裤的重要性，他甚至非常了解华歌尔的那个内裤的材质跟尺寸，对，所以就是所以可以念念他们吗？就是可以让他们知道内裤对女性的重要性吗？谢谢春姐姐啊，写书写内，我明明说我要写书要内裤，不是写书写内裤，你们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歪楼？但是不可能要不到。我觉得我可以，我只要写书寄过去，爸爸一定会非常的压力山大。我这辈子第一次的情勒，写书情勒，我就要对用在爸爸身上了。为了我那一件仅有的内裤，但老板的父亲忘记离开。好啦，长官，谢谢。我知道你最近比较忙，对，比较没有办法常过来，没有关系。但是你参与了重要时刻了，你参与到昨天有劲的那一趴了，这样就好了，好不好？谢谢你的有劲，好不好？长官，你参与到有劲的那一趴就好了，可以了，好不好？莉莉阿姨拉塞，然后西城安安，好不好？我今天要工作，等一下，我怎么又在聊天？你们为什么要骗我聊天？我要来工作的，我要在工作啊！是的，水灵宝贝，我觉得我3D 神官帽那个真理裤里面一定是有内裤的，不然你知道那个真理裤感觉很紧它没有内裤是要我们女生，我还得穿着它唱唱跳跳你知道那个真理裤多紧吗？那个真理裤里面没有内裤，那个摩擦下来，你问春姐姐到底是多不舒服的事情。对，我们3D 神官帽很大，对，真的很大，非常的晃到我自己也差点3D 晕了。就这么大的状况下，我还要稳住我的下盘跟核心，跳舞给你大家看，就不能给我一件内裤吗？奖励的内裤。上次买华哥，你还吓一跳，明明你看他春姐姐，我们牛妈就是疼老婆，对不对？春姐姐，你私信我一下华哥哪一款好穿，好不好？春姐姐，讲到内裤啊，我的内裤好姐妹莉亚魔王，对我之前真的有跟他讨论内裤，我最近正在私讯他，对，让他推荐我好多款好穿内裤，我们谢谢莉亚魔王，好不好？我们敬爱的莉亚魔王，对，讲到内裤好姐妹就要提到莉亚魔王，对。又你们的锅不是你们的锅，是谁的锅？长腿叔叔的锅吗？边工作边我不行我边工作没办法边聊天救命！真的会有说，对不对？我们台湾实际穿过了真理裤，你看看朱迪卡穿的这么紧的真理裤，你看现在又是这么闷热的夏天，对你不要跟我讲说现在只是春天，化了发，我们大高雄工业国没有春天，我们直接转夏天好不好？我们直接就是从秋天转夏天，就这样子，对。在这么闷热潮湿的季节，穿着真理裤唱跳就算了，就不能给我一件内裤吗？是不是？我决定了，我此毕生要是真的没有内裤可穿，我这辈子第一次写书，我在写给 Love 爸爸，我写定了，好不好？挑宽一点的话会比较舒服吗？是的，姐姐我知道，但是呢，我们表演性质来讲，我希望看起来高挑、腿长，我觉得还是得必须。要非常非常紧身的真理裤，看起来这个表演效果才会好。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值得一件非常非常好穿的华歌尔内裤奖励。我觉得内裤真的是太重要了，对吧 ？Saber 爸爸，你说，你愿意给你老婆一件华歌尔的内裤吗？不止一件，我们 Saber 爸爸一出手就是100件，对不对？是不是？这是文书工作，对不起，水灵宝贝，对文书工作啊，你这个话题开得很好，对，我们快点从内裤转回来，对，水灵宝贝，我该工作了，对，谢谢宝贝，谢谢宝贝，糖吃什么的很需要，我两人有推真的吗？谢谢春姐姐，我真的来查一下，春姐姐，你真的对内裤好了解，春姐姐，我一查就有。春姐姐，好，我们春姐姐的好姐妹，我们内裤好姐妹，好不好？好 ，OK。我现在的视窗已经就停留在这个视窗了，没有问题。虽然说我不知道它怎么念，对。等我到了，你就订一件内裤，也可以不要啊。自己 W 先生，
我已经好好的宣导你们，那个内裤应该就穿到该逼了，甚至它的韵母跟声母，我已经好好的告诉你们，该逼的韵母是跟声母到底怎么拼了，你们就不能好好的重视一下该逼的需求吗？好像那种曾经有一次文书工作各种那种下单买东西，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文书工作真的是下单买东西，来，我跟你们也没什么好藏的啦，因为我觉得。来，接下来呢，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昨天的回血，因为我们的委托其实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是各方面大委托，新 logo 委托了，而且也是猪猪初代的 logo 的飞千叶老师操刀。那这个真的说老师真的只能说老手啊，马上知道猪猪想要什么样的 logo 所以我们的新 logo 其实已经设计好了，对。然后除此之外，我还有跟那个千叶老师。另外，再委托你各位尊爵不凡，或者是未来我们可能有些周边可以印制的，我们蜂蜡章朱迪卡 4.0 的蜂蜡章的章，那这个章呢，基本上它有一些限制啊，毕竟要印成章的状况下，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图可能就不太适合加进去。对，可是我自己这一次想要做一些比较细致的感觉的蜂蜡，因为朱迪卡以往的蜂蜡，就是我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应该都有收到过啦。就是我那款蜂蜡其实也用了整整4年了吧？对，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帮大家大更新，对，所以真的很谢谢您各位昨天的回血，超级大回血，对，我昨天其实超感动，我感动到我都哭了，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讲说是因为看到那个满满的葡萄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哭了哈，对，悲喜参半哦，看一下，反正猪猪常常在高阶会员上面就是有这个很硬的蛋糕，我们安逸式蛋糕也是猪猪的就是原创蛋糕料理其中之一，我们的花生糖芋头香菜蛋糕，对，来自于我们非常古早味的花生卷冰淇淋，对的这个配方呢，吃起来真的是完完全体现了台湾非常古早味的花生卷香菜冰淇淋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安逸式的最硬蛋糕啊，好，对，よく見てください。对不起，这个照片上不是那么清楚。总之，我都会就是在我的不管是原创回馈，或者是蛋糕，甚至是有时候会印一些就是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的信件。好，那这个蜂蜡章的这个图片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主角，他已经陪伴我4年多了。对，所以我就想说啊，真的该帮我高阶会员也一起更新这个蜂蜡章了。而且这个蜂蜡章基本上这个图片就是不只会用在未来啦，就是可能蛋糕出货啊，或者是高阶会员出货之外，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尝试性的周边，对，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这个周边打死不讲，对，我这次真的打死不跟你们讲，我一定要让你们就是很惊吓，就是不要再演给我看了。对，我一定要让你们很惊吓，就是我不是4岁吗？1、2、3、4，对，4岁，5000，到底是5000几岁？等一下，好了，今年是5005岁，我一定要让我5005岁的生日周边让大家很 surprise， 不要再让大家装的就是早就知道了，但是不得不就是迎合我，就是装的很 surprise， 不行，你们这次一定要真的很 surprise， 对，就是这样，要很 surprise。好吧，我追一下聊天室，等一下。彩彩，你要被盗账了，彩彩。对，我们女性私密部位很重要，内裤不能挑太差的，是我们对自己好，是不是？春姐姐，我们今天下标个10件，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棉花王会玩的话，对呀，是不是闪灵宝贝？可是他们都乱穿内裤啊。凉感内裤很棒啊，就订一件男性色可以不要吗？你们男生的浪漫真的很奇怪。然后笑哥45个月，谢谢好久没来了，一上那种写书写的。不是，笑哥，我明明讲了这么多感性的话，为什么你们都会 focus 在奇怪的地方？笑哥，你冷静。然后是我们小妮妮11个月的仪式副总裁，小妮妮，你下个月可以迎来猪猪的蛋糕了。而且你们知道吗？以往啊，像今年其实我这边也是卡了很多蛋糕的单嘛，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急着想做？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到新的就是蜂蜡，还有我就是印制的新的一些配件，然后再去装饰蛋糕啦。对，所以等我就是5、6月那些周边公开之后，我就会开始来赶蛋糕的单了。对，也就是小妮妮的部分，8
当然，小妮，你如果想下个月它的就是可以收的那个时间就收，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我自己是我得笑书，可能6月初开始帮大家陆续制作蛋糕，大家比较可以拿到就是这些新的，可能不管是封蜡章的款式，还是一些我多印制可以放在蛋糕上面装饰的那些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好多好多的心思都希望啊，你们公开的时候你们会很开心，这样子可以看起来很硬的蛋糕，它吧，有新的周边，对，就是要这么惊讶，知道没有？就要这么惊讶，听到所有人玩股票已经够惊吓，是不是？哦，没事，别吓。对，像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像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就是有办法玩股票啦。对，顶多就存个股就不错了。对，所以那个惊吓感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同感，对，但是我尽可能去同理，这样好不好？内裤能当背心。这个才需要被 ban 掉了。新周边不是内裤啦，又是内裤，不是我刚刚才在跟春姐姐就是夸奖我们牛妈，对，我们这牛妈一出现马上讲干话这样啊，薄荷33个月，谢谢啊，有新周边，对，就是要这么惊讶，是要这么惊讶不好，而且啊，谢谢你们，对，文化部组员4月份的表单记得填下去哦，好不好？我们4月份的表单目前在资讯栏的下方。没错，谢谢水杯宝贝，水宝贝，你真的是你是我 NPC 耶！什么朱迪卡内裤系啦？我跟你讲，要是老娘哪一天就是出周边，已经出到就是觉得差不多了，我就是出一款自己的内裤的周边，就看你们敢不敢买，我就完全出给我自己，为了我自己而出，我要爱我自己。对你各位，生而为人都要爱自己，那生而为猪有猪权，要爱自己，知道吗？我生而为猪，我也要爱自己，可以吗？对，哪一天我周边要出到尽头了，我没东西可以出了，但是我就只缺这件内裤，我就为了我自己而制作内裤，跟厂商合作内裤，信不信？我办得到，谢谢。而且我还跟台湾厂商，谢谢。好啦，你们记得填表单，知道吗？对，不要听我讲干话，那填表单。好不好？150元以上的会籍记得填表单，这个很重要。对，但是尊爵不凡的你们，好，就是高阶会员3200、3800的你各位，好，基本上是朱迪卡帮你们填了，已经填好了哈。对，然后我3月份已经差不多该出货了。对，什么谢谢 Ben 啊，没有 Ben 啊，臭彩彩又没来，能不能还在当中破塞嘛？对，我们这个中破塞呢有没有路越开越广了？对，我们今年度不是今年度，之前其实老早就已经把这个路铺好了。对，所以我们其实未来啦，应该说一直以来本频道的高阶会员的料理都是在很有保障的情况下，对朱迪卡来做制作这样子，因为我未来还有好多好多的原创料理想跟大家一起厮杀，是不是？要点的顺便贴网址，谢谢水莲宝贝，买药你们买一个女性内裤哦，可以，每一人听不？没有问题耶。买给妈妈，你们如果真的母胎单身也没关系，买给妈妈，买给姐姐，买给妹妹。对耶，我怎么没想到？对哦，该出内裤了吧？他晚在喝什么？可是你们不要买了之后，就不要让我抓到你们每个人买了，上面都是 XXL、X3XL， 这个我就会怀疑你们要自己穿了。对，对，我一定会有蕾丝边，绝对就是那种可爱到底的那种。对，你们男生可能不好意思穿，对，但是被我发现可能3XXL 你们就要小心了，高几率是你们自己要穿。猪猪画画外面装不是啊，可是真人的内裤比较大，不是吗？谢谢春姐姐，谢谢你的提醒呀，原来是这么优秀的台湾品牌是吗？谢谢春姐姐，对，被赠送为高级。买来套，对啊，母亲节礼物买件内裤给阿嬷也可以，好不好？嘿，我们茄紫色内裤，对，水晶宝贝，你有 get 到我的重点。我的内裤除了要蕾丝之外，对我当然还要茄紫色，不然就是芋头色，好不好？好，2色供大家选择，这是一定要的，好不好？为啥不穿？你们男生也穿蕾丝内裤是吗？果然男生骚起来就没有我们女生的事情哎。对，没想到他们穿在里面有蕾丝边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要不是碍于就是可能会被 ban 掉，我真的哪一天我出了那个内裤周边，我真的很想请你们就拍给我看。但是那个绝对会被 ban 台。怎么给华当披风啦？
好啦，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工作台上面已经认知到了各位对内裤的执着以及内裤的重要性，好不好？来，我们认知到内裤真的很重要之外，我们还是要工作啦，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沃克。我们今天要开启了虾皮，对，我们想，我好热哦。我只是想工作一下，为什么这么热？我就开一下冷气，等我一下。开冷气了，对不起，北极熊了。不对，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我听得到？不对啊，我的 VGN 居然是外放的，代表我没有切到对的那个轨道。你们耳膜自己小心哦！我发现我的轨道应该切不对，我现在要切回去了。等我一下哦。这样才对嘛！我想奇怪，为什么我外放听得到 VGN？ 好，这样才对。这样子的 VGN 大小可以吗？应该没有改变的太严重。台湾价值内裤，这实在是太重要了。说真的啦，VTube 出内裤会不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或者是会让人觉得印象不好的事情啊？对，我是为了我自己而出，真的内裤真是太重要了，好不好？胡说八道，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胡说八道的下午，对。真的买厂部的东西吗？还是手机宝贝，谢谢，我们又回归正题了手机宝贝真是我的工作 NPC 呢。我这次是要买那个我要跟那个蜂蜡章的厂商询问一下，现在我们飞千叶老师设计的这个蜂蜡章哪里需要更改？对，是这个，对，是这个。老婆的笑，不要在这说吗？可以啦，春姐可以啦。对，就是我觉得牛妈就是疼老婆，应该是会买一打嘛。对，什么可以啦？W 先生，那已经有人出过已经有人出过内裤了。原来是可以出内裤的吗？原来已经有人出过，那我可以放心了。这样这个B 卷有点小声了吗？谢谢他哇，那我把 B 卷把它放大，谢谢。那我们真的可以来安排一下。我现在的我想一下讲了你们就知道我之后要出什么周边了。这不要讲，我就太习惯跟你们分享好多事情了，不要。对，我现在就连年底的周边，我现在已经想好要出什么了。总之，我们年终的朱蒂卡的生日周边，现在已经也全部都委托我们四季图的 ROT 猪猪进行。对，现在已经确定要做什么了，已经确定好了。然后年尾我有想说要做什么，已经也想好了。对，负责出负责买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担心说，就是出这些东西会不会很敏感？然后就是印象扣分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如果不会的话，出内裤是一件健康的事情的话，那我是不是连男性的也出一下这样子？但是我真的很想为了我自己只出女性内裤，不想理你们这样。不是，我不是没有任何厂部，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厂部，我就觉得说蜂蜡章，对，一打太多了吗？没关系，春姐姐，我们1个月换一件，你看是不是1个月换一件？对，我们每个月都有了，对不对？台湾朱蒂卡第一人，什么东西？出内裤不是已经有人出了吗？思思，敢不敢出什么面粉袋内裤吗？我为我而出，说真的，老娘不敢，我不敢，因为面粉袋怎么可以拿来变成内裤？这样子不行，我的屁股会哀嚎，我的屁股已经不行。我们女孩子私密处就是要获得呵护，怎么可以有面粉袋去给它蹂躏呢？不可以，好不好？好啦，不然这样好了啦，你们这么抖女性的呢，我们就用那个蚕丝的好不好，春姐？男性的呢，就用面粉袋，好，就这样决定了，谢谢。要出内裤，出耳环吗？アクセサリーなら今はないね。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ないね。
耳环啊、耳环或者是项链之类的，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打算。对，我想出的东西，哎，不能讲。就是茄子吗？一个月就是飘起时。我们是牛妈疼老婆，一个月换一次算什么？是不是？一个礼拜换一次，有够疼老婆的。我内裤自由到一个礼拜换一次，这样认真吗？现在小喵喵出现了，有啦。我们这边说真的，女性客群也蛮多的，是不是？我们不止春姐姐，我们小喵喵、小妮妮是不是一次出手？就是武打买的，对不对？难怪那纹路内裤应该蛮可爱的。我觉得茄子带纹路内裤真的很可爱，对，所以未来真的要出内裤的话，我觉得没有不行呢，真的。聊得越久，对，我觉得我该工作了。不行，我真的太容易被你们套话了，真的是不行。我们要留点惊喜感跟仪式感，对。不行，我就是太没秘密了，不可以这样子。对，说好的除非性，我就立下了我要变坏的誓言。为什么4年过去了，我还没变坏呢？真是的，到底是谁在控制我的脑？永远变不坏。等一下哦，好，总之呢。我把我接下来可能会想出的东西先整理进我自己的小小笔记本，你们一定看不到。好啦，我的肚子又饿了，等一下搞不好会灵光乍现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快点先跟那个虾皮的卖家询问一下那个蜂蜡上的图可不可以好了。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等一下哦，回复一下工作讯息。我只能说好险哦，很多东西就是谢谢面线跟我自己的超前部署啊，对。我看到了很棒的新姓名题。OK。好。我的天哪！好 ，OK， 好险，对，好多事情，对。学哥いらっしゃい，我还要说老力这样子吗？怎么叫我妹不单怕，你们在怕，全家都爆，用蜜人设当闺蜜。你花价钱吃葡萄干，他会肚子饿，然后配一点葡萄，不要，水宝贝不行，我跟你讲，葡萄干我要明天好好的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感，让大家知道我到底怎么搞这一坨葡萄干之外，我还要把它切成5等份，变成我的重训良品，因为一次吃完很伤身，绝对伤身。对，而且一点那种增肌的效果都没有，还会囤积脂肪。那我不如把它切成重训当下需要的，对，我们可以增肌，对，真正增加肌肉，又可以补充热量，然后朱蒂卡越来越结实的状况下，你们就是在为了我们今年的一拳特点来铺路，不是吗？不是吗？你各位，为了你们，我要变得更健壮，是不是？下次不用吃那么多，而且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们水灵宝贝昨天听我们精算那个我们水灵宝贝真的是我可爱的精算机。下次水灵宝贝真的是我的大宝贝，它真的是我的精算机。等一下总之水灵宝贝它昨天精算还有配那个表情符号给我，超可爱。我先贴上来给大家参考参考哈。想有
一下哦。这样你们看得懂吗？完蛋了啊！这样怎么调整啊？完蛋了，不会调整，完蛋了，我不会调整哎！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累积起来重训表比葡萄干可怕。我跟你讲，重训表，你看这个时数，搞不好葡萄干还不够吃哦。所以我尽可能把这个重训切成，也可以配合你各位这个深沉的爱的葡萄干的配方。都可以就是1:1这样去配。如果说重训不够，那顶多这个葡萄干的这些配方，我就把它弄成可能6份7份，我们就直接重训2个月也可以啊。你们这样看得懂吗？好，看得懂就好，你们都很聪明。对，我自己都看不太懂你知道吗？大概这样。我真的要工作了，我真的要工作了，工作哦。我们现在只要无视这只柴，对，让它痛苦就好了，对不对？好啦，我们来找一下虾皮，找一下虾皮皮，虾皮皮，蜂蜡章哦，其实我这次的蜂蜡章想做，想做比较大，想做比较大，但是目前好像没有办法找到更大的我跟你讲，我这次想做到5公分，但是目前好像5公分的不好找，我目前看到的卖家好像顶多就2-3公分这样子。没错，但是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有效利用这个高糖的东西，然后又可以增加我的肌肉，然后说真的，重训真的治百病，对啊，所以其实如果今天我没在重训的话，我反而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消耗掉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开始重训了，我知道怎么去安排这些重训后的点心，还可以增加肌肉，才敢跟你们开这个回血的血条，你知道吗？就还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我们都还有办法把它调配成真的是很健康，然后重训可以配合着吃的。对，所以太棒啦，你各位面线们，超前部署的你们。好，看一下蜂蜡章定制，蜂蜡章。谢谢宝贝帮我整理好了。主管不再可以浪了吗？欢迎来各位。歌声浪声尽在株式会社，很棒，好不好？水母，然后对蜂蜡章太大的不太好找，这样处理呢？安医师也有因为安医师有委托吗？那个最硬的好不好？好好帮他加工一下，好不好？硬的要死，不是？说他再欢迎来噻，欢迎来到迪卡丁的，今天在做工课哦，我今晚就乖我今天在做工课哈，然后感觉可以印在身上。你们如果想享受一下被滴蜂蜡章的感觉，我只能说やめてください。它那个跟辣油不一样哦，辣油就算了，金价也碰趴，金价也碰趴。那金汉堂万宁软膏没有赞助播出，我可能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折扣码，但你们真的不要。那金汉堂万宁软膏金价没有赞助播出，好不好？到这边无敌万能，好，我看一下，没有关系，蜂蜡章这个猪猪自己来没关系，毕竟是猪猪，要做一组而已，这样子对。然后我其实这边有一些口袋店家了，我只是要先确认一下我们的图能不能做。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倒是也没关系，对。不过可能还是希望他真的可以当猪猪把这个看一下哦。蜂蜡章，我现在先看一下虾皮卖场，你们先
你们现在成熟的面线应该是会自己聊天的吼，先聊一下吼，或者你们那边刚好有看到真的可以做到4-5公分的店家的话，请跟我说吼。没事没事，大家工作辛苦了，不管是牛妈、雪哥、塔瓦、水灵宝贝哦，大家工作辛苦了。这个朱蒂卡在这个午后好可以解决的哈。现在我觉得大小倒是没关系啦，如果真的没办法不勉强，毕竟太大的话，蜂蜡要丢好几颗也是蛮浪费的，蜂蜡也不便宜哦。真的没办法的话，就一样保持。我现在这个要直径，反正我要做到最大的，克制，克制。客制化，对耶，5公分是直接变成印章啊！小喵喵好，如果姐姐这边确定她可以帮我制作的话，我再来分享给你。等一下，因为我要先问一下，她最近能不能定做啊？我看一下哦。成熟的面线你们先自己聊吼。克制，哦，这些店也像可以帮助做克制，我看一下。好，对啊，它直径最大就只能到3公分呢，那没有办法。好吧。对呀，直径最大，好像就只能到3公分。我看看哦。子妍姐姐，你也来了？怎么了？你在吵架吗？春姐姐现在是怎么回事？怎样？猪猪今天在看那个蜂蜡章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客制的卖家，对，客制。我要帮高阶会员们定制更下趴的。更下趴的章头我可以指定制章头就好不错耶。其实我真的只需要章头就好了，章头无所谓，不是？这件应该不错。
好，小喵喵我现在问看这家，我现在问这家，但我还没订哦，我先丢给你。应该小喵喵伫咧倒位和伫咧家。好，小喵喵你参考就好，如果你有更好的店家也不用勉强哦。哦，我的嗷小天使帮我找到了有4公分的哎，我靠！哦，谢谢大波老师帮我丢过来，哈哈，大波老师谢谢啊！因为我这个还不好意思麻烦阿欧他们，因为他们要帮我做那个生日套组，已经够忙了，所以我不晓得原来他们昨天有丢。因为我昨天哇一整天都为了那个葡萄干，为了那个葡萄干在思考，说我应该要怎么配合这个重训的配方。对，完全忘记就阿欧他有丢那个，原来有4公分的店家哎，好赞哎！哦，谢谢阿欧，好开心，谢谢大波老师，大波老师默默潜水，默默扛。我看一下。他的床头草，床尾合着，每天晚上加上像狗一样没事情，有时候泡到某些牛脑，穿穿的，直接解决，我懂这种感觉，我了解那种感觉，会觉得说天哪，他妈老娘今天等你一整天了，然后我就穿这样子想诱惑你一下，就问我是没魅力吗？你前面的钢弹那个8000块就比我有魅力吗？潸然落下，獐头鼠目。对，老师是在，老师最近也是超忙，对。好，春姐姐这些臭男生，真没见一阵子，要那么玩的比以前还狂野吗？呼吸论狂野，我觉得你也不输啊！看看左边这一排，你们不也很狂野吗 ？F4 啊，你的来咯，甲鱼先生，你的不就来了吗？你也挺狂野的不是吗 ？F4 人在香港，心在台湾，真的好专情啊 ！F4 啊哈。我找到4公分的小喵喵，我贴给你。4公分的我也贴给你。感谢大布老师。好，8000块。可是我们女生有时候用一整头发在那边做了一整个下午，搞不好也是8、9千。好，不要说8000块哦，太夸张了，5、6千块也算很贵了吧？对，看都不看一眼，还看不出来我到底哪里不一样？有哪里不一样吗？哦，你的头发分叉了，情何以堪？哦，刚好听到大宝老师来了，刚下，谢谢大宝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说我有贴呢，完全不知道。对，是我略过了是吗？然后呢，狂野他要去赛博婚礼，真狂野回戏。好，这小喵喵就贴了。他每天早上起床腰酸背痛。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直子姐只能说非常的狂野啊。有让模型选女人吗？牛妈，你真的很政治正确呢，牛妈，家中女人开心，全家开心，这句话真的是真的。腰酸背痛的昨夜的果是吗？全都要吗？水灵贝太肤浅，全都要。花8000，然后一头头发。彩彩，你真的要被淡掉了，彩彩，真的直男一个。花这么多保养，是不是不止8000块了？我们为了男人保养那些化妆品钱，是不是面膜钱？是不是我们的磨砂膏？护肤乳液是不是玻尿酸什么的贵的要死？他们懂吗？可是对不起，开始抱怨起男人这样，好，对不起，对，好，没事，我要来问这个店家了，我真的要来问了，对，我要4公分了，我找到4公分的了，太棒了。我看一下哦，4公分，他给我木柄那这件比较便宜我好会找哦。刚刚那一间呢，他只有给我头，然后350，但是他这个含木柄也350看一下赞呢。看一下
好，我要来问一下店家，你们成熟的面试们先自己聊哦。干嘛一直嘟啦？没错，什么都是需要钱的，钱真的是什么都需要钱。哦，喷漆笔刀很贵的，我美容保养品课程买下来就超猪猪是还没有买过课程，对，但不得不说这些课程真的也很贵，对。然后，哇，真是我们男性跟女性的战争啊！我记得我们男性女性二选一，好像不是已经过了吗？然后昨天是有劲的二选一，友情跟有劲50%的几率，你们要抽几趴，对不对？然后每个专业者说了，就把水灵卖掉换钱，怎么可以卖掉我家的背？你们不要给我，我很需要好吗？封闭不值钱，水灵，你对我太重要了，水灵。然后水灵干什么不值钱，非常值钱，好不好？你们的肝都非常的值钱，好好照顾自己，真的对自己好一点。所以我要讲什么？我刚刚就心情有点复杂，对自己好一点。我抬头看到了一整碗的葡萄干啊，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我要面对这一碗葡萄干。一度让我接不下话，对自己好一点，一抬头只有一个字干。谢谢你们对我真的很好，深沉的爱好不好？深沉的爱。你要出多少？对，名言，对对，名言。好呢，我看一下店家回我了没？等一下哦。好。我真的好想把我的数位板拿走，因为你知道在赶稿的时候，数位板，因为我是传统式数位板，我没有买过那个什么液晶萤幕的，因为传统式的我觉得对人体工学比较好。对，液晶萤幕虽然说比较下趴，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而且很方便。对，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土法炼钢，一块板子就够了。对，那一块板子通常就是它必须要在键盘的前面。对，现在我不要你了，你先到后面去，你一直让我打错字。我们把这个飞千叶老师的这个图啊传给卖家评估一下，看是不是要更改啊？好，圈。等卖家回复吧，兄弟们，我要来喝水。葡萄干我真的没有办法。粉底液、隔离霜、遮瑕膏 maybe 是
哦，对不起，我以为你要讲 Maybelline，就不是，是眉笔。然后眼妆盘、蜜粉，太懂了，春姐真的太懂了，是不是？然后春姐在跟飞雪就是理论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飞雪下一句是好吃的葡萄干，好直男哦。你知道为什么宝贝叫 baby 吗？就是你爱人也会去买自己的肝给你换最好的东西回家，就是喊baby，就好 F4，你今天依旧没有背到账号，果然是你，好不好？哎呀，传统输入板很卡啦，就会卡在键盘前面，自己打都是怪东怪西，小熊买折断，臭彩彩。为了广印的模型哦，我跟你说，为了广印的模型你要印起来了，对，印起来做它的模型这样。然后更大的桌子，没关系，我觉得我桌子够大了，对，而且我更喜欢你们送我的电脑，对我想每天看它，我真的是心情很好，真的，我觉得海景第一排电脑看起来真的是心情各种愉悦，它让我很愉悦，你们知道吗？而且以前从来不清那个电脑电风扇的我现在居然每个礼拜都清为了它，我居然每个礼拜清它电风扇那里面的灰尘之外，我还去买那种很柔软的刷，怎么了？一台电脑改变了我要变成直男了，我要变成直男了。哦，那个姐没有跟老公说价钱，然后晚上死定。没关系啊，应该是那个账单、信用卡账单寄过来就死定了，对，那时候再死定嘛，对不对？是不是？哦，好啦，我看他卖家回复我了没？啊，他问我要4公分。干嘛一直嘟啦？图案可以耶，好开心！我快点跟飞千叶老师说。哦，加一点钱没问题的。各位尊爵不凡的兄弟们啊，你们日后收到朱蒂卡的封蜡章会加大，但是多了1公分，我觉得应该还蛮大的，加到4公分嘞，好赞哦！啊，等一下，一直嘟。哦，好，可以耶，太好了。啊，等一下哦，那这样我要怎么下标啊？等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其他尺寸，我应该怎么下标呢？哎呀，好混搭哦，混搭好，我跟他讲一下好了。然后，好啦，为什么我打蜂蜡粒，他会给我蛤蜊的粒？蜂蜡粒，干嘛帮我选蛤蜊的粒啦？好，然后看一下。
雪饼 ，OK。这个应该是玫瑰金，是不是？好。好，这个果然直接问卖家比较快，因为这个算是特殊规格，可能要卖家再帮我算一下价钱。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一起的，应该是不啊吼。兄弟们，你们先成熟的聊天，或者是成熟的打情骂俏哦。看一下还有什么。看一下哦。还有这个。哇，这个好需要。好，我来回来看看聊天室啊，你们吵到哪啦？然后，手续月末还挤第一排，不要打出，就是会打错字嘛。然后，嘟，航吉猫桑，哦，也是累垮，没事的，这嘟谁都安排成嘟嘟嘟。嘿啦，我等一下就要唱嘟嘟嘟啦。女人幸福自己争取哇，两位姐妹，好哦，两位姐妹好 ，OK， 爱自己爱自己，对。都自己吃，蛤蜊好吃哦！开关先生伊拉下，然后蛤蜊啊，杭金发烧还不错哦，知道我们的籽里面有金骂了哈，还没有蛤蜊哈。我想晚上这样说，我想晚上不知道会怎样啊！那我们再去吃上次的下午茶，完全不管你的感受这样子。好 ，OK， 我可以下单了。看一下下单是能下单数量打160，想哦，好，他给我另外一个卖场。按照我需求下单，像这个，好，分2个卖场了，好，那我知道了。这个，好，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然后完蛋！等一下，怎么马上按错？真不愧是你朱蒂卡，马上按错等一下哦，再一次，怎么会？居然有办法马上按错，那怎么做到的？等一下，这个，好，这个我要一个，然后这个我要一个，然后这个我要一组，好，然后看一下哦。有了ありました。これいいね。これいいね。これ欲しいわ。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高级会员，我帮你们找到好东西了。这个卖场居然有这个好东西，爽啦！这应该是不会被版权。哎呦，我顺便帮你们找到好东西了，有得玩了。我要一起买，等一下哦。等一下，我截图给那个卖家看一下。当当当！等一下哦。耶！違う。看一下哦。好，对，这个卖家回复超快的，这不是我们阿月饼吗？我觉得
啊，好开心哦！我觉得刚好在生日以前啊，可以就是看到很多就在出逃移民家。这次的生日季啊，就是如果是高阶的会员的回馈的部分呢，就我们4月份已经讲好了，就是腌萝卜了嘛。然后腌萝卜的尬词版本老娘就是要加那个3色豆进去嘛，对，这已经是不可逆了。对，5月份的我要好好的跟5000老师讨论一下，因为5000老师是5月份的当家总裁，我会跟他讨论一下，我要用属于朱迪卡就是有点出逃的东西。对对对，啊，好开心啊！对，同一个卖家，就是在他另外开一个卖场，要给我那个下标那个什么比较特殊规格的蜂蜡章。对，然后我就刚好在这个卖场又看到那个很有出逃的东西，要说这个好哦。好赞好赞。4公分啊，4公分啊，4公分哦。好啦，就差不多啦，跟我家蜂蜡章一样咯，就4公分吧。好。卖家回复超快的，超有效率。对，嘎词版就是有3色豆哦，那能不能放3年？这我不好说，老娘就是不打算让你们囤积，知道吗？给我好好的选，和平版的也是没有问题的，知道吗？为了我太想放3年，你小心，你小心。我的保险专员真的直接打到过去关心你们哦。我们翁姐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战战兢兢的，每天就是叮咛说猪猪啊，你叫你们家消费者真的不要囤东西。对，我们最近那个对，可能有那个什么你看那个正义市场的那个这个食安的问题啊，你叫他们真的不可以囤东西。对，你既然都已经有保险了，我希望就是你各位消费者都可以在很有保障的状况下使用完，就是我们这些客制点心之类的东西，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对，说翁姐，我跟他们讲3-4年了。翁姐，我跟他们讲3-4年了，翁姐，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翁姐，他真的打了乐乐等的那文章过来，你知道吗？超可爱。好啦，但是我刚刚讲说没有啦，我们观众开玩笑的啦，我只能说开玩笑，我不敢跟他讲说他真的囤积。对，我觉得翁姐都会爆炸。我说这个你要经过我们趴趴熊的同意，好不好？这个小女子只能说就是收到任务只能照办，好，要看我们尊爵不凡，我们的趴趴熊是否要放过你，好吗？还想囤啊？给我快吃掉啊！对，是高雄。不行，这个严重了，可严重了，对不对？而且听说那个春卷很像没有登记耶。这个就事情就真的严重了，好像要罚蛮多钱的。这个基本上一定要登记，你不登记一定出事。对，所以为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们，还好我们已经有早就超前部署了，好不好？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开玩笑。对，但是我也相信你们家的冷冻库，如果有像那个梅开头N 开头的那个冷冻库，看了。低温负50度，真的可以囤个3年，然后不会吃坏肚子，这我都没话说啦，好不好？好啦，各位真的要在安全的这个情况下、条件下，好好的使用各位尊爵不凡的这些回馈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真的觉得好开心有找到这个店家哦，好开心哦！接下来高阶会员回馈有很多出逃哦，好高送很可以耶！我觉得哇，有时候这些东西是一个连一个的对，就是明明我只是想做个蜂蜡章，但是我之前一直想做的东西，原来在这一家也找得到，对，哦。1360，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啊，昨天的这些回血，我觉得都可以回馈于你们的话啊，真的是一举两得，然后又可以做出我自己想要的回馈，太棒了。需要一个蜂蜡章头，你要一个头就好了。对，这卖家好好哦，他完全就是直接在线上，就是看说我要从哪一个卖场下标，然后帮我检查这样子。先看一下1360，看一下。360。哦，好，他帮我订单呢，好好哦。看一下哦，那这个就好，删除。好 ，OK。好耶，好开心。好，我传给大家看，应该我们就好开心哦。好，恭喜吗？谢谢车姐姐，是恭喜猪猪完成下标吗？还是找到想要的东西这样？然后打开冰箱，你们快给我吃掉，不要再吞了，卖个盾啊！他叫我打1360，我怎么打1520？等一下，我怎么打1520？等一下，他是说。小姐，您多花钱了，你怎么会打1520？说对不起，我怎么打1520？1360，等一下这样才对啦。等一下不好意思。他说您多花钱了，我说不好意思。人家明明想卖我1360，我硬要给他打1520这样。好，这样应该没问题了。这是你们大佬不对了，你知道吗？对，你们老是跟我讲说猪猪那个多的就当赞助啦，当斗内加油这样。这就你们不对了，吃到你们大佬口水，每个都变成这样子。你看我今天再买只是想买个蜂蜡章，而且我还买了其他配件，对，买很多配件哦。他直接就好，就算你1360就好，这样说好。不晓得为什么我过去的单是1520，
我总不跟他讲说，对，其他当斗内这样子。初试数学不可逆，初试数学剩下拿去换内裤，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跟刚刚春姐姐介绍那个台湾厂牌的内裤了谢谢大家。不是啦，好，那这样的话，看一下耶，有免运呢，好开心哦！我看一下这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因为有一些折扣单啊什么之类的，好，应该是没问题了啊！有免运呢，好开心哦！好，这样子的话。选什么会比较快？选新竹物流会比较快哦。好反正新竹物流也免运，你就选新竹物流吧。耶，可以下标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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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好，你等我一下哦，看一下手机的密码。一下。耶！我们成功了。接下来会有很多就得出逃的东西，就不管是蜂蜡章还是高级会员回馈开心哦！我真的买到我一直想买的东西了。对啊，卖家还跟我打折，我买了500颗的蜂蜡章，因为蜂蜡章其实用还蛮快的。然后当然就是制作了我们的那个新的蜂蜡章头嘛，4公分比较贵一点吼。然后还有那个这该怎么说？这个就是你在玩蜂蜡的时候会有一个笼，它这个叫什么笼炉，就是你的汤匙可以放在那边，你不用手一直要抓着你的那个汤匙，这样手很酸。你可以把你的蜡烛放在那个笼炉下面，然后笼炉上面有挖一个小洞，然后可以把汤匙置顶上去。对，置顶没错，就是置顶就像置顶连结一样那个朱地卡上面有那个置顶连结的卖场，然后点下去非常多朱地卡各项周边，只是它已经没胖次了，对，它已经没有胖次了，仅有的胖次已经销声匿迹了，对。但是我希望它出现在该冰，好，就是置顶，把汤匙置顶在上面，就是手不用一直拿着那个笼炉。对，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最下趴的惊喜，到我的生日的回馈周边制作的时候才会公开，真的是很值得真的很值得大家收的。这不是我们烧亚 S 吗？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来到地盖表的，然后数学练习吧。算了，不合，别救了，连我都不想救了，你还救啥呢？多钱吗？说那件内裤，之前买给真的假的？那件内裤之前买给真的假的？有在出小朋友版本的吧？所以 Saber 爸爸要考虑一下，或者 Maybe 爸爸要考虑一下。那个烧鸭 S 突然特别想说，才不要等什么东西啦，不是什么龙奴，不是阿吹在跟我，你都跟我不是。不是阿吹，你冷静。我讲的一直是熔炉，好不好？我们蜂蜡章的其中一个，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些身为制作者的我们手不用这么酸，一直就是抓着汤匙，然后在那边烧蜡烛。它蜡烛可以置放在这个熔炉下面，所以那个你们要不要熔炉那是你们个人自由了，好不好？啊，对。感谢我们就是尊爵不凡的你各位也参与了，就是对我们各位尊爵不凡的左边这个对非常激烈的这个对该怎么说这个赞助条吗？这个您各位主播最喜欢看到这个彩绘聊天室的赞助条，对，感谢您各位昨天的有劲以及友情，不管你昨天选到了有劲还是友情，反正我眼前的葡萄干已经变成了这般田地。就是如此，管你有不有劲，有不有情，我就是未来从明天开始会安排每个礼拜1周，我就老娘尽可能把它吃完。对，我们可能安排个4、5次才不会出人命哦。而且我会配合什么？芋头、香菜、三色豆，还有凤梨罐头以及皮蛋。谢谢你各位，太感谢了。对，谢谢。对，没有鸭也没有烧吗？可是好吃，烧鸭好吃。对，置顶，好不好？置顶，没错。然后，伊拉夏是水豚呢，是江丽的吗？伊拉夏，欢迎大哥的离开边的。然后小欧经理你在笑什么？跟你笑跟个孩子一样，不穿白不穿是。然后啊，这位是宇智波多野结衣裤哎。大家好，今天里我在做康葵，我就乖哦，好开心，我们完成了这个蜂蜡章的委托了，对，应该，然后我跟卖家讲一下，他应该收到单了，好耶，需要传更大的图吗？好，一会儿就听到猪猪跟我们道歉。我刚讲什么干话？对不起，我讲完之后我自己也做惊有出。说这位长腿他哇，请问我刚刚讲了些什么东西？猜穿什么穿啊？然后吃鸭就去吃，反正你是鸭不怕嘛。只是甘老师讲在本频道就是尊爵不凡的烧鸭，真的没看过如此尊爵不凡的烧鸭，你知道吗？亚伊斯，你最近有好不？我咱亚伊斯是香港的人，他是香港的，但是他听得懂台语哦。你起码会晓讲哦，就搞很厉害哦，烧鸭 S 眉毛的样啊，好所以你认为朱蒂卡是可以成为你妈妈的女人？我知道这句名台词，这句名台词我听屯哥讲好几年了，我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成为你妈妈女人这么重要吗？说很重要哦。好，原来可以成为你妈妈女人这么重要，好，谢谢，全妈侠。有时候我觉得你这样是有奶便是吗？全妈侠是吗？怎么没看看你昨天过来我们那个有劲跟友谊2选1来孝顺一下380一发啊？你的孝顺呢？既然认妈，老娘就要用亚洲式父母疯狂情惹你，勒死你这样，口口声声说全妈，口口声声说孝顺，你的有劲跟友谊380呢？好了，思思，谢谢加入啊！文化部爸爸出手的这个表单，你们4月份的已经可以开始填写咯。填写的表单的连结在下方资讯栏，好，下方资讯栏的部分。好，记得填写，因为我们是认表单，可能不认后台名单。为什么？因为像是我们有一些大佬，他们真的是纯赞助，他们就是各自就不方便透露。好，所以其实至今猪猪的高阶会员真的有1、2位，他们真的就是一直纯赞助，他们就是各自完全就是
很保密这样。对啊，这个当然也是非常的尊重各位。所以就连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些可能要寄到各位府上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小礼物之类的需要大家的一些可能府上的地址或者是什么全家收件地址之类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们真的不方便透露，真的没关系。但是如果想要收到，刚好您也是150块以上汇集的各位，记得填单。除了我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不用填单之外啦，好不好？要了。等一下，他啊，我刚刚看着说，可是夏雅要的不是台湾话朱主员，表单在什么社群贴文？等一下，我想什么夏雅要的不是台湾话朱主员？我们台湾话朱主员这么划算，为什么夏雅不要台湾话朱主员？不对，那是水灵宝贝打的。等一下，因为我刚刚在看他挖的这一段，可是夏雅要的不是。接下来水灵宝贝马上又跳上去了，我说什么？夏雅不要台湾话朱主员是怎样？瞧不起我们台湾话朱主员吗？夏雅怎样？开干那了不起吗？等一下，夏雅要的不是台湾话朱主员。等一下，对好，夏雅要的不是萝莉妈妈那种类型。对，我觉得她要的应该是萝莉妈妈那个类型，她跟朱迪卡本身类型不太搭。对，好，谢谢水灵宝贝，也特别帮我们把这个表单的部分也稍微刷了一下哦。在看来没看过用眉毛的什么东西。当我跟你一起睡的时候，夏雅，你是这么瞧不起我们台湾话朱主员吗？有种你就加进来啊！等下不要，夏雅不要加进来好了，不要，很麻烦，不要。对，两行干在一起，就这么瞧不起我们台湾话朱主员吗？好啦，好。那么呢，朱迪卡今天完成了要工作了，给自己拍手手。我们的蜂蜡章总算委托完成了，然后居然还意外的找到了接下来高阶会员想要制作的这个很有出头的东西。然后我看一下金库欢迎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来到迪改频道，今天要做工课吼。我今日真正就乖，我头拄已经结束我一个最重要的工课啊吼。刷落来我看一下哦。刷落来，后一个工课，好诶。那我们蜂蜡章真的委托完成了，图也没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再文书一下好了哈。其实我今天很想唱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文书一下好了。对，好，然后开夏雅的下课不是，对，不是只有8000块这么便宜，没错，我懂牛妈。好，接下来我们我跟那个千叶老师讲一下，我们蜂蜡章没问题了。好，好诶。然后就这次的那个片尾的委托，其实也是我们最可爱的泡芙老师帮我们绘制操刀。其实我还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我们的片尾的部分。
先憋着，做完再一口气讲出来。很想唱歌，文书一下懂了，这可以写下一场。不是啦，不是啦，我台语造诣还没有这么强。而且讲到这个问一下有没有跟你们讲，就是上一次的那个我们的声母的部分，对我说的声母，台语的声母，你们不要误会，就是台语的声母部分，我不是有跟吴昕老师聊到说那个台语的检定的部分吗？就是说看了一下简章，它最近会出来，我真的有打算去考一下，我觉得我该考了，我觉得。就不管我未来会不会真的自己写词，其实我真的也很想自己写词，可是我觉得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把我的台语程度跟台语的底蕴先把它拉起来，我必须先拉升我自己，至少我要看懂台罗跟台文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先看懂，然后再去撰写可能我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今年7月份好像7月底可以考，我觉得我会试着报名看看可是时间短短的，而且再加上我们其实这几个月应该也蛮忙的。我就尽可能的把握零星的时间准备，时间不知道够不够。可是这种东西就跟卤沟一样，你挤，尽量把它挤出来。对，就配合您各位很深沉的这个重训的这个有劲的葡萄干的这个配方，我们就一路可以就是玩到大概真的是6、7月，那个时候搞不好我们这个葡萄干也吃完了嘛，然后。带着你各位深沉的爱的这些养分，我希望我可以就是至少在初阶的部分可以至少先拿到一个证照，然后我再慢慢再继续考上去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歌曲的创作我实在是也是踏进来才有这个缘分。对啊，像想起来就好不可思议，居然这只猪居然去年底真的出了专辑然后。会开始去思考说创作，自己是画图社畜，画图可能对我而言已经它变成一个肌肉记忆了，因为毕竟也画10年多了嘛。那可是作词作曲完全没有概念的状况下，一定就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说，其实我还是真的蛮想自己试着做看看，可是我做得来吗？我现在才开始，我有办法吗？就在思考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怀疑归怀疑，但是我该提升的，现在可以提升的就快点去提升，就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对，所以就刚好聊到这个，我觉得今年啦，就是对我觉得我会试着去报看看，但不管会不会过，我觉得但是那些努力都不会是白费。但是钱全部拿去发萨克是吗？就在猪猪这边才听到这么，我谢谢你哦，少爷 S。真是太感谢你了，刚温刚讲到的哈，什么幸运？不是啦，还没这么快啦，这该考了吗？我肚子很饿啦，怎样啦？该考了，对啦，该考了，我要考，我也不想就是浪费太多时间，就是在怎么讲？其实我觉得我每天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对，就。在这条路上，我其实每天都在努力的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有效的运用时间，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够的状况下，对，根本现在想起来根本没时间去准备那些东西，但是又刚好3月份开始，就是吴昕老师其实真的也是安排了那些 PowerPoint 有没有？对，搞不好不是 PowerPoint， 但是那些课程的那些缩图什么的，我觉得就已经足以让我去报考初级了吧，再不过真要打屁股了，真的，挤不出。我7数自己挤得出来，我7数自己看挤得出来，明明就有，气死我了！有啦，硬挤还是挤得出来，所以对，该报了。而且那个简章其实原本是4月7号要出来，但最近我再去看了一下，想说奇怪，怎么一直没看到简章？那个官网偷偷给我改成7月17号，不是4月17号。原本是4月7号就要出来了，偷偷给我改成4月17号。对啊，所以就是各方面就是我们都时间都不够，可是我觉得还是得要可能强迫自己在每天几分钟也好，10到20分钟也好，我就看着吴昕老师做的那些表，对，反正就是手记就是背，就只能先用这个方式这样子。然后对于可能挤掉变挤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可能要慢慢的未来再去融会贯通，对。但至少就是吴昕老师之前教的那些课程，就硬背也好，死背也好，把它背起来就对了。对，
是不是？我春丽姐姐七十七呀，对不对？哎呀，挤得出来的，你看，四只春丽姐姐都说了，七十七挤得出来好不好？七十七你用力挤，搞不好挤成 D， 我跟你说，呛虾。好啦，而且我还有一个东西想做，刚好那个卖家那边好像有，对，我继续来询问这个卖家好了。今天我看了一下，好，是不是？又不是有勾就是大，不要硬挤，硬挤出来就不好看了。原来你自知之明没有 C 嘛？彩彩，你这句话真的是超级坏的，你变成耳男了。我跟你说，我认真的跟你说，这句话超扣分。你变成耳男了，彩彩，你给我好好反省。朱蒂卡生气了，康女生的话 A， 看不及的说，其实，在影视界啊，基本上那些东西都是很好操作的。对，只要你有心，就是可能发型师、化妆师他们都是有办法去帮你做一个放置跟调整的，甚至有那个什么胶带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都其实都产得出来啦。对对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嘲笑，就是女生到底是有没有挤，有没有多少，不好看也不好听。就像我们可能女生嘲笑你们男生够不够大，你们听了也会不舒服啊，对不对？彩彩，你今天坏了，完蛋了，你丑一了你。小喵喵，下次无视他，他碰到了女人的禁忌，该处罚，把他当空气，让他痛苦，痛苦吧。要说他有塑形功能，对啊。什么被骂了？朱蒂卡是认真在念你，你给我好好反省，知道？开宽先生，你好像开宽先生，你在旁边超像热死人的，在默默这边潜水，然后默默这边吃瓜。我说真的，这不随便乱讲，知道吗？臭彩彩。好我觉得那我继续再跟这些卖家委托我要委托的一些东西，因为接下来那个高阶会员的包裹里面，我有一些东西也想要放进去，对，加上一些巧思这样子。等一下哦。开关先生自信点把钞票拿去掉呢，是吧？春丽姐姐，彩彩要变全民女性公敌了，你知道吗？好，我要继续来委托，接下来是我看一下啊，好哦。我看一下它这个，看一下，因为它里面连那个可爱的小标签都可以制作，我觉得有一些插旗啊，或者是一些小标签，我也想更新一下啊，好可爱哦。小卡片，看一下。
啊，好诶，好，我要定制这个。好喂，好 OK， 好，各位尊爵不凡的你，各位面试们、观众们啊，我看了一下，还有快60个人陪我在那边无声工作，你们怎么都这么棒？我今天真的超社畜的，对，我要快点把这些东西快点弄一弄，对，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放置 play， 你们快要60个人，我很抱歉，我想说，通常工作台大概应该人都超少的，所以我没有特别去看同节。不好意思，我说等一下哦，但是我还是先把我的工作先完成。等一下，好，对啊，是无声工作台还是可能会，我觉得我蛮无声的啊。以我讲话的频率，刚刚已经很无声了对，我的无声工作台大概如果啦3个小时里面有20分钟加总哦，20分钟是无声就不可思议了，我就真的达到无声工作台的效果了。对，你知道要我无声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要我无声很痛苦好，我看一下卖家有卖我什么。好，接下来我觉得千叶老师那边的 logo 完成之后，我可以再继续委托，就是可能插旗的部分跟小卡的部分了。对，耶、想要打理整理仪容，等一下见客户，顺便陪人结个婚这样子吧。不是，我就好久没有询问说你目前在香港那边还好吗？对，昨天就是你知道昨天过程真是太骚太浪了，你各位兄弟，我完完全全不晓得为什么你们明明这么忙，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兄弟被炸出来，就为了要证明我们是有情还是有劲。好，我只能说这个2选1真的是还蛮吸引人的。对，事实证明不管有情有劲，我就是获得了这么一大碗葡萄干，谢谢。对，我是你目前在香港还 OK 吧？都稳稳的齁。对，然后见客户陪人结个婚，所以是伴郎吧？你今天是伴郎是不是？刚刚说是歌扎透人心吗？我奇怪，我刚刚有唱歌吗？不是，长腿他娃先生，我还是那个8月他娃先生。请问我刚刚有唱歌吗？无声好了，无声的部分大概8%啊，对不起，不是8%，2%。那这样子我就已经达到了就今天无声工作台的目的了，我这样就不是封面诈欺了。对，你要我看着你们闭嘴实在太难了，很难，你知道吗？大家伊拉塞欢迎那个在边的，跟他在做康亏吼。好我觉得这个卖家好好哦。对，真的是万分感谢阿欧替我翻到了这件卖家。对，而且我居然眼皮不晓得他已经帮我翻到这件卖家了，我一直不知道。而且你们知道，就是
我还担心麻烦那个就是四季图他们嘛，因为毕竟他们要帮我忙那个周边出货跟接下来我们生日周边的部分的一些安排啊，可能就是一些DN 设计啊，然后模拟图啊，有的没的，然后定价干嘛干嘛的，对。然后昨天大宝师还很好心哦，他也帮我把我的需求就是丢给阿欧说，啾啾在找那个定制那个蜂蜡章的店家，可是蜂蜡章希望是3公分以上的，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对，因为我知道很难找，我就找不到嘛，因为目前只有看到3公分的。然后阿欧他就留了一句话说，哇，3公分以上的可能真的比较少。我印象中我就只有看到这句话，可是我不晓得他那句话的下面他早就找到网址了，对。这比较少啦，但是我找到了这样的，我没有看到，我就没有看到，他已经把网址丢在那边了，就是我刚刚就是对很好的那间店家，就我刚刚马上下标那间店家这样，对，完全不知道，对我到底是眼瓢还怎样，对，然后很好笑的是，我丢下这句话说，3公分以上店家真的还蛮难找的，然后就已经把网址丢在那边了。我还下面回他说什么呢？没关系，大宝师谢谢你帮我问，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来就好了，不好意思，我担心阿欧跟 Eric 老师太忙。我还回了这个我为什么还是没看到他丢了那个网址？我为什么还是没看到？我到底是我的眼睛到底是怎么了？对，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怎么会忙成这样子？就还有大宝老师有帮我 hold 住，要不然我到现在可能还在找我有哼歌，所以我刚刚已经算歌杂是不是小喵喵？然后就是忙了些睡觉时间没怎么回来。也没关系啊，吓我一跳，我解读成说因为忙了一些没有办法回归社会了。我想说太严重了吧，你忙到没有办法回归社会了，真的是还好吗？呼吸忙到没有办法回来猪这边株式会社。我说天哪，你忙到没办法回归社会了，你还好吗？社会性死亡吗？怎么回事？金九为了红为什么？好，是他啊，你说的都是对不是伴郎是早说嘛，你是新郎本人是新郎本人早说啊，谁叫我3公这个烧鸭 S 这个臭男生最喜欢开玩笑，给你们臭男生自己去看，我们臭男生这玩笑我们女生才看不懂，对，看不懂不是伴郎是亲友团这样子，没办法回归社会，听起来超惨的。我想说你忙到没有办法回归社会。好啦，我知道这个时间只能说这个时间大家只会越来越忙，对，因为我一直在中下午开台的这个状况下，其实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个圈子大家的口味一直在变，然后选择性越来越多的状况下，对，那其实产业大家的喜好一直有在改变，对但是很神奇啊！就昨天那个有劲跟友情的2选1，你们居然这么有兴趣直接炸到8万，看看你们昨天到底对我做什么这么激烈啊？这么激烈超激烈，你知道吗？无法回归社会工作，没有啦，对不起大家，我看错，我眼瓢，对，所以就是昨天炸出了很多很忙的兄弟们，但是其实只有1秒钟。对，你们也想参与这个友情跟友劲的2选1，我真的觉得太感谢了，好不好？对，其实你们给了我就是一大碗，就是已经1000多颗的葡萄干。我跟你讲，眼前这一碗真的1000多颗哦，我原本不相信它可以装到1000多颗，它真的装到1000多颗了。它这是2包加上378颗有劲的量，你知道吗？你们昨天给了我378颗有劲葡萄干，你们知道吗？我们水灵宝贝帮我精算出来，还外加2包倒进去，它很能装这个碗是不是？不是犯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用眼皮看成说他无法回归社会。要是我 V 粉要祝你期望他想出的这个的头大概要被拉上去然后被弄一下吗？这是一定要的，好不好？我们观众最喜欢欺负主播，就像主播最喜欢欺负观众一样，这是一定要相爱相杀的，对不对？被关进社长的电脑在这前没办法回归，这不是这锅为什么又是我扛啦？这锅为什么会是我扛啦？等一下，不是我从来不曾关过你各位任何尊爵不凡的各位会员们，株式会社的你各位，如果说真的有被关，那高几率就是可能是那个他娃那个牛妈那个水灵把你们抓下去打麻将，这个锅不会是我，我连麻将什么的都不会打，老娘真的不会打麻将，真的啦，真的不会打麻将啦。而且我最近比较
因为编人实在是太福利了，除非是真的很不乖，然后就是可能来乱的，然后我可能就是还是会编。可是我们家的面线或者是我们这个族群这个频道的观众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很成熟的长辈们或者是熟男们，所以很少会遇到需要编掉的状况啦。对，我当时觉得这个是好事，对。所以，最近真的很久没编人了，会不会变成永编？这我不好说，就是不要叫我编人，我可能会永编，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编人这样。牛油伊拉萨，今仔是你生日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牛油！祝福你此生都无忧。如果是的话，那真的很好。黑小鱼啊，好久不见，欢迎来个弟弟改编的，是不是下过小黑文？对不起，我就说我频道背人的频率实在是太低了，所以要我背人，我真的会不小心跟你们永背，而且真的会被放逐的那种，而且我还不知道怎么把你救回来，不要叫我背人，真的只有1次跟无限次，知道吗？好不好？才的话你是欠我念，好才，你真的是欠我念，完蛋了你才，然后上次被关了，前面都拿去做新人的一下。不是，我们家高阶会员还是层出不穷的，对，这是造谣啊！明显乱的才会编啊，不然大多就是讲干话，然后就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大姐，欢迎来个弟弟改编的45个月，谢谢你，然后也感谢你加入了我们台湾话猪园，然后记得要填单哦。好，我们4月份的单已经可以开始填了，而且4月份呢，我们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IG 卡真的也是很漂亮，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记得填单哦。有没有？我们3月份的没有意外的话，这几天伊藤先生就会陆续为您各位寄出了，然后记得要收件。然后我们马不停蹄的4月份，我们的 IG 透卡基本上也已经完成喽。可以带着朱迪卡到处拍照，到处摆拍的这个 IG 小透卡。我自己很期待收到对，好，就是每个月都是很可爱的小礼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5月份会是什么样的小礼物哦。总之要记得填单啊，我们只认单不认那个后台的数据，因为有些后台的观众或者是大佬，他们就是不方便提供他们收件资料，那个就去尊重他们这样子。再来一个就是说完啊，跟你说都是哪次不行？我刚下的以后，大姐刚问刚下的好，给你捆好，我要斯密纳塞。然后这是小兔子骨头，没有是兔子。然后阿崔，你的刀是怎么回事？阿崔怎么了？阿崔阿崔怎么了？你冷静，阿崔。然后对，也谢谢小鱼宝贝再次帮猪猪贴上那个就是填写表单的那个，它这个网址基本上你一定要先加入150块的会局才有得填。但是如果您是我的高阶会员，是用绿界加入的怎么办？这更是不用担心啊，你根本不用点开它，因为朱迪卡帮你填就好了。对，就是永远拜拜。小黑我那种草生长茁壮中吗？你们就真的这么想下去吗？想要真实要念顶端直接拜拜了。我们长腿他哇，这讲到我心坎里了。我跟你讲。我就是太不狠心了，我连编都不想编他，因为实在是太福利了，你知道吗？就是可以讲，我会好好的说啦，因为我不是会那种秒动怒型的主播，对，我是会跟你好好的，就是哎呀，来你过来，我跟你讲，到底为什么你真的会戳到可能其他主播或者是我的地雷，然后就是念，然后下次如果真的再不改进，我会直接无视，你知道吗？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我才不需要你，没你不会窒息之类的。对啊，因为每天有太多事情要做，所以对我而言，生气不是第一选项。你不觉得生气很累吗？生气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除非我很重视这个人，他让我动气了，他让我消耗掉我的能量了，代表我重视他，我必须生气，然后获得一些怎么讲，跟他沟通的一些时间。跟一些怎么讲，我必须要动用我的时间成本去跟他沟通的，我才会生气。对，那一旦可能我不念了，我不生气了，代表说OK let it go 之类的啦。对，好，我们组团来演奏乐器，这样就是F4。好，我们 F4系的干话很久没看到了。对，每台规定不一样，所以就是这样。水灵宝贝，你都怎样？对，其实就是怎么讲？其实经营久了，
你们会知道，其实猪猪是一个超级宽容的主播。你们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再严谨的、再严格的，或者是一刀毙命的主播，猪猪都认识，甚至就是我们也还蛮常聊天的。对，但是因为彼此都有彼此经营的底线，或者是经营的方式，我这边是就是会采取，就是说可以讲我就会好好讲，因为其实大家真的都成熟的面线，我很少会生气。对，只是要我一念再念的，其实就真的就一两位，你们也知道是谁。对，所以其实就我只是说，就是主播们的风格，就是大家喜欢就留下。对啊，但是如果主播的底线在哪里，你们也应该要知道啦。如果说你们真的低台低很久的话，有些东西其实，就是我是尽量不采取一刀毙命。对，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劝说就劝说这样子啊。但是那个团体是有一辈子的，一辈子的吗？游戏是一辈子的团体，还有梦想是吗？真的，大姐生气真的很累耶，真的。然后，当然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是常常会遇到秒动气的族群，甚至我自己本身很容易遇到秒动气的族群，是因为可能我觉得形成互补。通常在我身边很好的姐妹，她们通常都是秒动气型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而且我们通常都可以相处得很好，我就觉得这超神奇的。彩彩，你被念几次了？你自己算哈，你自己给我好好的算。别说念很多次了，所以这不是 F4，我记得我没有念过你，我就只有说你不正经，我没有真的念过你。对，主场对你生气吗？没有啊，烧鸭 S 我没有对你生气过我就只有说你看起来很好吃，就是烧鸭 S 就这样子。对，然后等下他娃跟薄荷，你们在哭什么啦？等一下，阿成呢？采取凌迟，而且阿成你的采取凌迟，基本上为什么要被审核呢？你的采取凌迟就要被审核应该是凌迟这2个字需要被审核了。对，但是大概是这样子啊。对，因为生气真的是太累了，所以猪猪的风格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一直都是相信大家其实都是很懂得尊重彼此的族群啊，对，而且其实在我们台真的大部分真的都是吸引熟男族群居多，所以很少要我去碎念，反而我在你们身上反而看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看台大多成年人是看台自觉，对，看台自觉是真的很重要。才华您说的对，觉得念得不够多次，才哪一天猪猪不念你了，你可能真的就。我只能就是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你。你们记得那个韩国大妈的眼光吗？我只能就略过你的那个 comment， 然后就好下一位这样子。烧鸭一直感觉就很好吃啊，因为猪猪情绪反射弧太长了，所以其他朋友短一点。我看换其实我。有时候我会知道我生气了，像刚刚其实我就知道我生气了，可是我不会用那个破口大骂的方式来表现啦，因为生气的展现其实不一定要破口大骂。对啊，你们应该知道生气有很多展现方式吧？对，我是属于就会深呼吸一下，然后就但是也不是碎念型的，只会让你知道说真的生气了那种感觉。什么叫恰恰？你们乖乖的，我干嘛念你？我顶多会跟你说，哎呦，恰恰，你小心，就是在路上被橘子打到恰恰之类的。阿成，你明常说气死，对啊，就被你们气死，可是不是真的很生气，不是真的踩我地雷的生气啦。对，猪念你不用联系，不是涛啊，你是最不需要我念的好不好？你这位成熟的面线，你真的不需要我念，真的。这不是牛妈，牛妈你也根本是不需要我念的族群好吗？牛妈，你只需要跟我讲干话，好不好？他娃，你只需要跟我讲干话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吗？然后你也知道开台的时候，我急需你们的干话，对，来补充一下我的能量。对，开台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充电场啦，真的，你们都是我的充电场哦，你们是我很重要的充电场。对，所以就是私底下的生活对我而言很高压，但是我也很享受我自己的任何形式的生活跟身份。对，就是任何事情我都希望我可以圆满它，做好它。我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我都尽量做好它。我今天可能下播了，我褪去这层皮，应该是这样讲。我褪去这层皮，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好我的角色。对，所以就是
一直都是坚持，我就是只能中下午开台，然后我可能晚上陪伴家人，然后周休2日可能去找屯爸聊聊天，唱个台语歌什么之类也好，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对，但是因为就是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必须都，你没有听到吗？你没有听到吗？刚刚有人在我旁边敲木鱼是吗？那我刚讲到哪里了啦？被猪咬过的橘子打到好像挺棒，不是，我们中原普渡还没到，大姐你冷静，而且大姐你不是被捆了吗？你不是被捆了吗？因为不是薄荷，你不需要被我念哦，薄荷你们都是好宝宝，你们都是好宝宝，是不是？对啊，雪莉宝贝是一种发电机，很重要的发电机。对，这样你们有听到吗？咚，我不知道对，你们是我的店主。对啦，所以我自己是希望，就是既然我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块 VTuber 文化，那我就应该好好把我自己的生活跟我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才有办法经营得更久。对，因为在这条路上，我真的是大开眼界。这条路其实是完整的整个朱迪卡，很神奇对吧？对，我爱唱歌，我没想到说我在这条路上，我居然有办法，就是遇到大宝老师，我们还一起出专辑，然后遇到愿意支持我们募资活动的你们，我们真的把专辑出来了。对，然后我们做出来的这些歌曲，居然还有办法获得一些奖项的肯定。对，除此之外，我对于料理的这个厨娘魂，居然也有办法运用在这个料理上面。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意外，其实就是可能你还没准备好，可是当你去好好的面对你每一段的阶段，每一段的缘分，每一段的感情，你会发现，即使你没准备好，但是你那些人脉，你那些缘分，你那些能量已经帮你集结好了。所以我在这个圈子的感受就是这样，我还没准备好，我要跳过来，然后我们呼呼可爱的我的姐妹啊，就说你过来试看看嘛。我说好，我不然过来试一下，然后就遇到你们，然后没想到还可以经营到4周年之外，我们还出了专辑。我也没想到说我这个唱歌的兴趣还有办法，真的我们出了专辑了。对，这些完全是没想到。我准备好了吗？我跟你们讲，我根本不晓得我准备好了没，但是就上了，你知道吗？身体就先上了，没时间思考了，只能快点上了。对，因为我没有时间思考，因为生活就是这么忙。对，但是当你每一个阶段，你就会好好的去珍惜每一段的缘分，那些善念，那些东西是会累积起来帮助你的。我也万万没想到什么，伊藤先生你怎么在这里？你懂吗？我也没想到，之前的某一些文创产业的你怎么也在这里之类的，默默的他们其实在这条路上都帮了我很多。对，所以人脉其实不需要为了经营去经营，因为那个太刻意了，但是你必须要去珍惜你每一个阶段的缘分，它会成为你未来的助力。但是不要为了经营而经营啊，这样太商业了，这样可能没有办法维持的那么久。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对你们敲木鱼，我该超度你们了，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嘴里的那颗橘子会非常的你们今天都怪怪的。嘉安说，其实就算你这样子也有不明白状况被运气被 ban 了一整也没去哭腰，总之就是这种东西就这样呢。是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你看自己发生什么。因为其实有时候主播的点我们不晓得他的点在哪里，但是不小心踩到了就真的踩到了。因为主播他们有一些是可能要应付太多观众，他们只能快很准的直接就是处理掉那一则他觉得不舒服的言论，或者是有什么误会已经来不及去厘清了，因为他也还是必须要照顾其他聊天室的观众。对所以其实主播有他们的立场，可能 ban 就 ban 了。对，但是心态很好的状况下，就是说可能被 ban 了，但是你也没有特别去跟人家变成黑粉啊，或者是黑人家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很棒的一个很成熟的行为啦，这样才是成熟的观众。对，猪猪4周年，我应该4周年了吧？我今年的3D 秀会实施跟你们庆祝4周年吧？我不是4周年了吗？我是4周年吗？难道我记错吗？你这样子怀疑，我也突然怀疑起我自己了。闪念小喵喵
啊，交通频道先生一拉赛，不要为了欺负注意。我想就彩彩，你那是浑然天成的会被女性念，你知道吗？你是浑然天成的会踩女性的点，你知道吗？不是啊，我应该4周年吧。哦，生日的话是长5岁啦。对啊，吓死我！我说奇怪，我今年的3D showcase 不是4周年吗？我上面那个标题不是打4周年吗？我搞记唔对，哎呀，应该是无记唔对啦吼，无啦，4周年啦，我好小，你们骗我！他你刚刚犹豫了一下，我跟着你犹豫了，你犹豫了。我知道他还是假装惊讶。我对不起，我真的被混淆。我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说我今年的生日，我到底要庆祝几岁？到底是5004岁、5005岁？然后想了一下，去年是庆祝5004岁，我应该5005岁了吧？然后我今年4周年了，但是为什么我是庆祝5005岁，不是5004岁？我就一直在那边转这些事情，脑袋转不过来。然后就说麦耀年自己要不要？然后咱今仔日咱工商服务时间一个，咱工商服务时间一个，不是我隔壁这旺来罐头嘛，不是迄什么葡萄干，我这只最要神的免食的物件，那伫我桌顶足济，你是长的这活动，那边去这款，怎么变成这昨天活动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工商服务，我们工商服务一下，我们工商服务什么？来，咱工商服务时间一个，咱工商服务物件已经工商服务结束完呢，咱工商服务的物件已经都结束啊，免怎？头拄工商服务的物件是遮，来，即马加你150块，好，那台湾朱组员的这个会籍，咱文化部爸爸的家嘛，6个月迄礼物，收，收到你手软，好，应该不至于手软啦，小小的，可是很可爱哦。来，好啦，我们现在是非常适合工商服务的这个时间哦，来。本频道在今年度呢，再次喜获我们文化部爸爸的加持，来，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以及创作应用与推广补助，讲。那这个补助的部分，我们里面其中就有10万块，就是在猪猪的新衣装里面，对。但是新衣装的部分，你们也知道，当然不止10万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昨天，对你们。非常激情又激烈的友敬友谊2选1帮我炸到了，就是整个满血，真的很谢谢你们，好不好？那除了新衣装的委托之外，猪猪就像我们方才在开台之前说的，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场景委托啊，或者 ending 的委托啊，我们新 logo 的委托，这些林林总总的这些钱，谢谢你们全部都帮我回血了，真的非常感谢。以及我们非常厉害的老师，这次也是操刀帮猪猪画了，就是那个专辑的宣传图，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在5月进行一一的解封，好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从3月开始，只要你加入台湾画猪组员，加入几个月就收几个月的小礼物哦，好不好？那么小礼物等下就过追耶，我告过追，好不好？那4月份的小礼物就是刚刚咱刚胸口的这啊，那 IG 小豆卡，现在我告过追耶哈。去哪里就带着朱迪卡，拍到哪里，好不好？这个就是4月份，然后3月份的明信片基本上已经应该差不多要出货了，就是呢，以上就是咱今仔日工商服务时间，不过若是搁要工商服务一个咧，要工商服务啥货咧？来，咱来工商服务一个啊，不是这，不过这，一定无啊，我觉得这张照片的杀伤力真的很大。这张照片一出，我们家棉花王，对不起，不是花王，对不起，花王没有赞助播出。我们家棉花娃娃，棉花的娃娃呢，瞬间没了，好，啪的一声，真的没了，好不好？你们就来好好的带回去，要请在街边，在来口的，就是在请街边，你们不要穿到其他奇怪地方，例如这个奇怪地方，拜托，好好对待他的街边，好好对待你们家棉花娃的街边，街边是哪位？画下，谢谢。来，我们来复习一下该宾，各位同学们，我在前2天好像有跟你们好好的探讨一下该宾这个台文正字了，对吧？我相信各位成熟的面线们很乖，应该都有好好的学习。我们胯下，
华小的台语该怎么念呢？我们请我们的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替各位念一次。街边，嘿，对，街边，街边，搁一摆，街边，嘿，咱咧街边的台文正字吼，变怎写咧？来，即马朱迪卡大好令吼，来街边的台文正字吼，加吼，来咱聊天室吼，来街边，街边，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咱街边这是一个声母的部分。来，街边。上次我们巫心老师替猪猪整理了声母的这个抬头的部分，哦，声母 K， 声母该 B 的该，声母 K，B， 你们听听看 ，B， 它的声母 B， 哦，它的声母 P， 声母 P， 该 B 声母 K，B 声母 P， 请好好记住我们今天的声母练习，该 B， 好不好？好好给我记下来，各位小朋友。接下来我们下礼拜就是我们该 B 的韵母哦，谢谢。以上由朱迪卡不负责任教学播出，谢谢。对不起，喝口水。你们这内裤就好好给我穿在该 B， 知道吗？它就应该出现在该 B， 不应该出现在头部，知道没有？该 B。哦，永远18岁是不是？对啦，就是卖药的年资，对，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歪楼了。没有啦，水某就是才4周年哦，然后永远18岁就没有烦恼，不是时间拉长之后，真的很多事情都模糊起来，真的太久了，真的。看除非性是在卖药，我除非性就是在卖药，对我除非性就是在卖药，没想到朱迪卡还真的对开始卖起了，就是非常药系的，还有点歌系的哦，这些企划哦之类的。好，然后。你以为叫做什么？坡的啊，小喵喵这个小喵喵这个猪猪不会念呢。换这个，对啦，工商的部分基本上除了这个棉花娃娃真的没有了，但是你们可以在置顶连结看其他的周边，其他很性感的那个悠游卡或者是其他的立牌之类的，我们仅剩一些现货，这些现货就是卖完我们不会再补。对，因为今年度我们还有一些生日周边想要出给大家，对，所以这些就是旧款的，真的不会再补了。对，未来基本上我应该会未来会比较少复刻，因为这些卖场里面的有1、2样是有复刻的，但是我未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出新的，大家会比较有兴趣这样子。对，想要美食类电脑周边的话，对，我们 One T Bar 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参观选购，好不好？One T Bar 的部分也谢谢 Forgin 的爸爸哦，我想要看到照片后卖完了，没想到在我画上。好难，刚才就顶起来，不是我们猪农先生，对我真的说你跟该逼是非常的有缘。我们真的猪农先生一来，我们马上就讲到该逼，猪的该逼，就蹄膀的部分是非常的值钱又好吃。就殊不知，现在我们又聊到了该逼的部分，我们猪农先生马上又连线到朱迪卡的频道，只能说我们猪农先生异常的跟该逼非常的有缘，好不好？猪农先生。J 旁边，然后卖药很正常，也很村他总裁他的卖药那一套，如果我学得起来，我跟你讲，我今天就不用在这边了，好不好？是不是直接过去卖药？他那一套太难学了，太厉害了啦，很厉害。扑特瓜，黑呀干啊，扑特瓜，应该是这样讲没错哈。我想讲到每一句台语，我都会想它声母是什么，韵母我还没学到，韵母是我们下个礼拜的课程，对啊。总之就是希望在这4年的开台时间，我真的学到的东西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太多了，真的好不可思议哦。对，然后当然就是途中毕业的朋友们，或者是毕业的观众们，对，观众也是会毕业的啦。当然来来去去，对。不过我觉得对我而言，其实我们真的就只是众多的观众选择的其中一个娱乐而已，对，因为这样的娱乐太竞争了，对，所以我才觉得说，一路上经营这么冷门的风格的朱迪卡，可以遇到你们的，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对，就是我很多想做的事情，我都完全体现在这个频道了，所以这个频道对我而言，未来不晓得真的是可以经营多久，因为其实币圈基本上这个产业一直在变动，那是不是到未来我们真的大家非得要转型不可的那个时候呢？
这几年的回忆绝对都不会是白费。对，可能我们会转化成另外一个形式的关系，我在想啦。对，为什么机体又不煮了？把你们抓回来，等我一下。总之还是老话一句哦，能在这里继续配信开台，且看且珍惜。对，我自己也是且配信且珍惜，反正能够配信的一天，就是尽量的努力的把握，然后珍惜，这样就对了。然后帮小猪哦，隔离哦，天啊，好痛哦！你是从胯下动刀没有错，你是从该逼，好可爱哦。可是这样好痛哦。卖药卖不成，可以考虑带货从汉堡刷起来，刷一排爱心。等一下，牛妈，你为什么这么熟练？观众变有点介绍没被有没有，或者人生变合工再回来才对啦。的确是啦，但是可能有些会，的确真的还是会有，就是可能不会再回来的观众，其实也是有。对啊，不过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来来去去啦。对，因为大家其实基本上。可能这个时候就特别热衷于 VTuber， 但是可能2-3年过了，觉得有更值得大家投入，或者是说可能觉得更有趣的娱乐会想去投入，然后可能就会渐渐比较抽离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蛮正常的。对，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永远当一个有选择权的观众，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对啊，从这能被拿去该珍惜，你知道就好哦，知道就好哦。好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对不起，我又不想跟你们聊起来了。我觉得现在3点58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整理好的。搞不好等下真的可以回转一下，我们真的唱一些歌曲哦。因为接下来我想委托的那个插旗跟贴纸，都好像还要等，看一下哦。天哪，也太佛了吧！哇，我们千叶老师真的是很专业，收费又很佛天哪，老师直接送我蜂蜡章，那不算我钱呢，怎么这么好？等一下又嘟了。香。好，还有内裤，内裤买内裤原来是我们今天的既定行程之一嘛，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既定工作之一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今天不买内裤，你们不善罢甘休是吗？不是，牛妈你冷静，好啦，不要再内裤了。我们朱迪卡卖场已经不是一件内裤了，对，我们仅有的最后2件内裤已经被我们 ZW 先生以及我们的六嗓带走了。希望我最后的2只棉花袜真的可以好好的在该边获得滋润跟保养，谢谢。穿上内裤，好啦，兄弟们，我觉得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我们今天稍微鬼转一下，唱歌好了，来，可以唱一点歌，等我一下哦。我把我眼镜脱掉。好，我个等来呀。哎呦，好，谢谢你们陪我工作，我今天真的是很乖的工作吧？我没有骗你们吧？我很乖，真的有很乖的工作啦。每天都有个主题，全是葡萄干，今天是胖子。我觉得昨天的主题应该是重训比较重要，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了一个有劲葡萄干？
然后直接放这么国王的胖次。我要唱歌，我不要理你们在胖次来胖次去。好啦，我们今天真的鬼转唱个歌，对，还嘴瓢，兄弟们，对我今天就打定主意，真的，我们来唱一下，因为明天我要来面对，明天我就要来面对可怕可怕的你们的深沉的爱的葡萄干加芋头加三色豆加皮蛋加凤梨罐头。看啊，左边这一条就是你们深沉的爱啊，太深沉了，太深沉了，深沉到我不得不拿起我的麦克风。哎，等一下，为什么脱衣服了？我要拿麦克风！哦，吓死我！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我今天没有要重训，没有要脱衣服，突然就这样子说脱就脱，哇靠，朱迪卡，说脱就脱，怎么回事？好来。然后后面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木下风格的这个明信片啊，就是我们3月份如果有加入台湾哈主主园，也就是150块以上会籍的朋友，即将会在4月的时候收到。对，那这部分我们就是委托伊藤先生替我们出货了。对，然后也感谢吴昕老师的委托，还有就是骰子老师的绘制。对，印出来的这个明信片真的是很漂亮哦，金光闪闪，这是新换纸，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好的，我觉得我先去摘花好了，要不然等一下可能唱着还是会得要去摘花装水。在那之前，你们先被朱蒂卡的专辑宣传轰炸一下，我们即将在4月展开我们这张专辑的实体预购咯。在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多。袂停，更高世态，伊sẽ kinh常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叫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脾气全比起情感淡的，看你困变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比拖数好。若是缘分，天
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门心。我的水又忘了啊！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做心坚强免搁想多。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气全比起情感淡淡，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陪。香味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等。太棒了！我感觉又完美的把我的水壶遗忘在外面，太棒了！好啦，我们来唱歌。对，明天我要来面对我那些债务，对我那些吃不完的葡萄干债。没有，我放在冰箱的旁边。好，今天来唱一些歌曲哦。我看一下唱什么嘞？不是昨天，前天我们是唱了台语歌回给猪听嘛，对不对？唱给猪听。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今天我们就来几首华语歌好了。我在我的伴奏区再把这些伴奏抓出来。伴奏区我看一下啊。好怀念哦。那我们就来唱那一阵子疯狂在练习的这些歌曲好了。我自己的回忆杀也会被炸出来，我觉得。等一下，我调一下歌单。怎么下去了？你们等我一下。等一下，他下去了。他怎么跑下去了？跑下去也可以，是不是？好，快上来！好，跑下去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等一下哦。好，你们先享受一下这个钢琴的伴奏哦。好 ，OK， 我弄好了，你们等我一下。而且他接板伴奏怎么好小声哦？我觉得我直接去那个 YT 拉好了，接板伴奏太小声了，真的很小声哎。好，我去 YT 拉看看 ，YT 应该是有会比较好的伴奏。还是 YT 根本就没有伴奏，有可能哎。有啦。等一下，为什么他这版的伴奏就这么小声？那我就只好小声的唱咯。好小声哦。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
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逼近，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哦，他是伴奏小声到我听不到哎，救命！怎么会？你的伴奏怎么小声啊？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逼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不以你同行的领悟，推荐的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请问我们当初在练这首书，它的伴奏有这么小声吗？我不记得它伴奏这么小声，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小声？就算囤积不要囤积，不可以，囤积有食安问题，要存钱买豪宅。哦，应该了。我们家老没有了，他不是有私人飞机了吗？有私人飞机，接下去就豪宅了，对不对？要买哪一台？存钱，我们的买重机哦，已经有私人飞机了，再买个重机其实也不算什么，对不对？疯狂造谣。哦，奇怪的伴奏怎么这么小声，超级小声。我们看下一首。接下来我们来唱
不然就都来怀旧一下好了。我还记得怎么唱吗？我也忘记了这首歌。奇怪，他这个伴奏怎么都这么小声？那我也小声唱咯。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还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还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你能否有种容纳每一种的我，我会愿意赔上一切的爱。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我发现 Double 老师也偷偷帮我编辑机器人上工的那个右手边的那个，对，机器人上工了。现在机器人旁边也有那个猪猪周边卖场。哎，你们真的都是我的 NPC 耶！就是猪猪来不及做的事情，谢谢你们帮我都在后面补上去，这样。我看一下聊天室哦，游艇的一颗螺丝买不起。啊，你是一颗买不起，我是大概1/10颗都买不起啊，养老。然后之前用的好像是吉米讲提供的样子，对，我不知道是
我们那时候金币奖提供的这个档案，我是有上传上来，对，但是我不知道我是有压到什么东西。之前练有这么小声吗？听起来感觉不只是声音太小，像有些细节不一样的。哎呦，操啊！谢谢，谢谢。对，我在这几个月努力的在思考一些那个比较流行乐的唱法，对。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啦，但是最近唱歌我发现我好像做得到一些比较气声的东西了，觉得好像做到了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个可能还是要给专业老师听才知道。来，那我们再来玩一下兜圈哦。没错，就是玩任何的歌唱技巧都好，旧歌都好，新歌也好，拿出来玩就对了。等我一下哦，我再把它打开，看有没有办法再大声一点。没办法就算了。我这首歌是升 key， 也是当初也是升了5 key 吧。OK， 好，来吧。玩玩寂寞，换换座位，听听唱片，又轮回了几遍，骑骑单车，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吹散几遍。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打哈欠，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住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路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的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差一元多一件哦。就在原点，聊聊是非，吐吐苦水，喋喋不休，是时候谈风月，期待误会，保持约会，重新定位，要成为你的谁。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打哈欠，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路过了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的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啊，忘记了，我们初次见面，想不起很久以前，少了你在身边。谢谢你陪我迷途乐园，绕了一个圈才体会这样的约会有多可贵。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
错过了太久，犯了错的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那些美好的兜圈，让回忆值得怀念。怎么又看到囤积两个字了？家园多一件。没有，我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在玩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故意唱成加一元多一件，你知道？加一元多一件多重要啊！太重要了，你们知道吗？加一元多一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加一元多一件，谢谢。好啦，下一首，最近又听到这首歌，有点想唱。好，来。哎呦，怎么一枪就没了？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叮当的我爱他，他的轻狂留在某一节车厢，地下铁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想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我爱他跌跌撞撞都绝望，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我和他不再属于这个地方，最初的天堂，最终的荒唐。痒了，伤了，痛了，懂了，就能好了吗？曾经依靠彼此的肩膀，如今各自在人海流浪，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逃不开爱，越深越互相伤害，越深的依赖，越多的空白，该怎么去爱？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我爱他跌跌撞撞都绝望，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我和他不再属于这个地方，最初的天堂，最终的荒唐。如果还有遗憾，
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落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汤姆森生伊拉塞，而且我刚刚怎么会听到枪声？枪声是吗？哎呀，枪声的话，对，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唱什么歌了。我们家面线应该知道我要唱什么歌了。枪声是吧？哦，伴奏的大小声我总算听到正常的了。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甚至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们一马，我们都别说谎。好，我们接下来再玩完这首歌。今天想挑一些比较宁静的歌出来玩一下。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
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和失意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都怪我太不珍惜，我恨我爱你，恨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恨我恨你。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恋情。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都怪我太不珍惜，我恨我爱你，恨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恨我恨你。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恋情。没关系，我有你拿也拿不走的旧回忆，我可以一个人安静的忘记你，我恨你最后那一句，我爱你。大家午安午安，蜘蛛今天在挑一些比较宁静的歌啊，这真是太过宁静了这首歌，对不起，我们唱完这首宁静的歌，我们再来安详的跟大家打个招呼。他就这样子跳过来很宁静的这首歌，这是非常安详的一首歌，献给大家，阿妹的。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离开，我梦见自己的余生
丝长，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太安详了，太年轻了。宿命是一支暗箭，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余生无人可见，想你有生之年，用我自己祭奠。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丝长，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丝长，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离别总是那么突然，谢谢大家来自阿妹的，反正是2023年还是2022年的单曲。离别总是这么突然，对，这首歌真的很安详，非常的安详。所以那时候每次我们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都会接一首就是尘归尘土归土的那些的歌曲啊。都是胡须，阿月饼，你不要来这边空耳胡须张。汤姆先生知道我爱他这首歌哦，那首歌我那时候在看某一个偶像剧的时候超喜欢，对，用力的开箱，对，阿月饼来噻，对，阿月饼该睡了，宁静的睡去吧，阿月饼啊，小风伊拉塞，要唱歌太好听了吧，太会讲话了，小风先生很棒，下去领500，谢谢，我开玩笑的。小喵喵需要嗨起来的歌，可是猪猪姐姐今天在练一些气息的东西耶，我可以再练几首气息的东西吗？我今天就要唱碎你们，因为第一句常听错吗？第一句是什么？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对啊，离别有总是这么突然，会空耳到哪里吗？啊！是叶然伊拉塞，欢迎你来到猪猪频道。然后最近都有看到你在 DC 跟大家打招呼，超有礼貌的孩子，你好棒，谢谢你过来。跑1天的行程在客运上是会睡着，是不是？那我继续让你们继续睡，继续尘归尘土归土，你觉得如何？哇，吉他伴奏的哦，我试看看好了，我这一版好像没有唱过诶。吉他伴奏的，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给我就是鬼转，因为这个编曲老师常常编一些就是跟原唱不太一样的曲。又被爱上了一遍，
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儿，烟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抱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把从前想了一遍，谢谢了伤我的人，像做了官的人，没种余生，听了都不冷。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我想要快乐，但张惠妹阿妹挂 Q。好，下一首不会，下一首跳到我不会唱的了啊。好，这个宁静的下午唱这些歌，其实真的很想睡觉，但是你们快下班了，加油吼！哦，冲绳的水族馆很赞，是不是很赞呢？多拍几张照啊，月饼。边打资料边打瞌睡。好啦，等一下猪猪挑一些比较磅礴的歌好了。想吃胡须章那一段哦，你们空耳那一段是不是？还在骑车收费，睡着好像那个真的要小心。阿拉斯加海湾那首歌哦，我看一下谁唱的。谢谢小峰的推荐。好，我接下来我好像没有，我有听过吗？还是我有听过，只是不晓得它就叫阿拉斯加海湾。我等下晚一点那个下线之后，我再来听一下。感谢推荐，一定睡得安稳吗？好的，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唱一些感觉比较磅礴的歌好了。现在没开 echo， 声音本身就有厚度，好适合嘛。真的，我没有开 echo 是不是 ？Hello， 这个是没有开 echo 的，这个是有。好啦，我的 echo 有跟没有一样啊。
我的 echo 是有跟没有都一样，所以还蛮多观众听不太出来我到底有没有开 echo。但是其实有，我真的也就是一点点，因为我也不太喜欢 echo 太多的东西。对，就当做没有开没有关系。谢谢小峰，配皮超火的哇，真的哇，好谢谢。对我很像太久没开歌会了吼，我很抱歉。怀疑说，对我常常忘了开 echo， 不然是忘记开 echo， 反正将错就错这样。但是其实我现在真的有开啦，只是可能听不太出来的。那我们来唱一些比较吵的歌，可是跟你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很吵的歌，对，真的是比较吵的歌，它蛮吵的，真的啦，这首歌真的很吵，你们应该蛮熟悉的。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我望，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成为彼此的路，多向往，怎会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你无法够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谢谢大家，不够吵吗？我们再来更吵的。等下，按错，嘿嘿啊！这个一点都不吵啊！怎么不见了？我想要那个很吵的，怎么不见啊？这样子不见了啊！找
吵的很吵来了，真的很吵，这真的很吵，这个真的很吵。我们家老观众都知道，我超喜欢这首歌，我们阿伦姐的作品，是不是？我多久没唱这首歌了？够吵，好啦，够江湖啦。用画风突变了，最喜欢了。风下水下脚步声，话也笑也孤大人影，拢这我一知影，江湖路爱一直行，拼命夺命冤枉性命，拼死拼死拼出输赢。这款的生活才有强劲，满身的随我流魂，陪伴着滚滚风沙，消失在勇气之下。徛在风中，手捧着酒，一嘴冷雨打。烧酒温暖我的心，雨水也当了衫。命运有主，无啥物好怨叹。明天早再见到我也是我继续在求条，自由潇洒。哦，我好久没唱这首歌哦，自从 V Stage 演唱会以后。水啦，水啦！风沙水沙脚步声，话也笑也孤大人影，拢这我一知影，江湖路爱一直行，拼命夺命冤枉性命，拼死拼死拼出输赢。这款的生活才有强劲，满身的随我流魂，陪伴着滚滚风沙，消失在勇气之下。徛在风中，手捧着酒，一嘴冷雨打。烧酒温暖我的心，雨水也当了伞。命运有主，无啥物好怨叹。明天早再见到我也是我继续在求条，自由潇洒。好怀念我们 V Stage 演唱会的第一届，对不对？现场唱给你们听，超爽，而且是非常画风突变的哦。我记得我在现场在唱这首 V Stage 演唱会那一场，我记得我的前一首好像是板板，对不对？板板在唱什么 ？Only My Leg 嘛，嘿，板板唱完 Only My Leg， 马上朱蒂卡脚踩出来，盼梦圆，是不是有够跳痛？我最喜欢。好啊，我们跳痛歌会基本上我是打算安排在不是4月就5月了。我在想说是不是新衣装之后再来我们来跳痛一下，所以有机会是在生日周的那一个礼拜的其中一天，我们就来跳痛，好好的跳个痛歌之类的。干嘛踩你？才不要踩你，那是福利耶！然后感谢哇，我们塞哥也是持续加入我们台湾话猪组员的这个断腿三哥，是好久不见的阿元，真的好久不见。三哥嘛怎样呢？然后哦，对我今天对，5点了，真的开的有点晚，我也该下班了，完蛋了。好了，我先看这下聊天室，这样看一下。对，我的 echo 有跟没有一样，对。Echo 的效果超淡，但是声音本质很棒啊！谢谢了小峰，而且小峰哇，你还加入了猪猪的专员，谢谢你。我们刚好就是在3月开始有在促销方案，对我们台湾话猪组员150块的这个文化部爸爸帮忙促销方案，欢迎你们加入150块以上的会籍，对，就可以获得连续6个月的小礼物的部分。对啊，当然这个就是大家自由参加，然后量力而为就好了。对，也感谢我们文化部爸爸的加持。好，那我继续追聊天室。然后
嗯，对，潘梦圆那首歌真的超级好听的，真的谢谢小峰。然后好啊，谢谢，就是哈雅先生，感谢你也被加出来。我这边其实超爱唱台语歌的，对，但是我们礼拜一已经为猪而唱了，所以我今天才挑比较多首华语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些曲风倍感跳痛的这些氛围的话，例如我刚刚上一首唱什么忘记了，等一下。例如我刚说我上一首唱的有一种悲伤，马上就可以跳到布袋戏，对，搞不好下一首也可以跳到动画或者是怀旧动画之类的，就这些跳法，如果你们不排斥的话，朱迪卡固定会有这一类的跳痛歌会的产生，对，不会掉落，我们就一整场都是，好不好？所以我是决定我们的跳痛歌会 Max 版会在我们的生日周那一周，让大家好好的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新歌集结起来的跳痛吧。对，因为我们的曲风其实越来越多元了的这个状况下，一定也会融合一些朱迪卡的原创曲，我们来做成就属于我们更加 Max 的跳痛歌会，好不好？你被歌会吸引加入而进来，谢谢。虽然说我今天封面扎七，我今天是工作台，我只是工作觉得做的差不多，该唱歌了。谢谢小峰被歌会吸引，对嘛？我的精明干练还是有办法吸引到我的观众族群的，对不对？对，你们这个在场的各位都是为了我的精明干练留下来的，我都知道，好不好？对不对？就说我的精明干练绝对就是我的流量密码，对不对？现场一群人都想被踩，你们去找51啦！去找51给你们踩啦！你真的是很奇怪。好啦，时间来到了5:03，我喝一口水哦。那猪猪今天时间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我们先来找一个降落地点哦。感谢恁各位今仔日来陪这个朱迪卡吼，来听到咱这么台味的这么台味的这个 BGM 的知影。无要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的工商服务时间给结束啊吼。我们今天该工商的都工商完了啦，来我把麦克风禁掉，那麦克风禁掉吼。好了，我麦克风的 echo 有开跟没开没两样吼，就是一点点几十刷的喝啊。对，今天真的是今天算是蛮突发的啦，今天就是原本想说专心工作，但是觉得还是开吧。昨天这么激烈，我让你们好好陪伴我。好好吸收一下昨天那个激烈的心情跟氛围，好吗？太激烈了！你各位面试们，谢谢你们的激烈，好不好？如此激烈，果然就只有你们做得到啊！看看我桌上的葡萄干多么激烈，这些都是我未来的重训课要把它吃完的。而且不止这些葡萄干，还有什么芋头、香菜、三色豆、凤梨、皮蛋。我会把它调制出适合重训的配方，然后没有意外的话，加上我们昨天有劲，我们昨天有劲昨天是友情，对，重训课程是友情，昨天友情的时数加上有劲的葡萄干，我们把它调和出大概会有4-5堂，每周一次的重训台，好不好？托您各位的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啊！谢谢苹果的降落吗？谢谢你们。爱婆，阿里嘎多，谢谢你过来找猪猪，也欢迎各位苹果们的降落，谢谢你们。是爱波的观众叫做苹果吗？还是说爱波是爱波，苹果是苹果？对，谢谢你们的降落，这位是猫达对不起，我又胖达猫，为什么会变成猫达胖？等一下，我的阅读能力真的有问题。然后魔法龙源，谢谢木，谢谢，然后里长贝贝，谢谢。兔肉谢谢，然后黑猫谢谢，然后你好 work 你好，然后谢谢欢迎你的降落优先你好谢谢你们，好多的观众降落，谢谢你们，感谢我的天哪，谢谢你们的降落，我叫朱迪卡，我是恁上台的台湾美术叫做迪卡囤足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嘛就感谢你的降落的不过咱今仔日应该差不多咯，水开啦！今仔日在做工课呢，真正有在做工课呢。不过这个一半，走去唱歌，头头唱了，搁走回来。我刚工作做到一半，然后跑去唱歌唱，然后现在又回来工作区这样子，然后就迎来你们的降落了，真的很谢谢你们，很开心看到你们。对，如果出镜的朋友不嫌弃的话，可以订阅猪猪，对，或者是
在平常日子中下午台都可以来看一下我有没有开台，因为我只开中下午时段。艾波，谢谢你，看到你好开心。艾波，你跟我一起转机，我们要带着我们爱波的伙伴们，我们现在要来找寻下一个降落的场景。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降落到哪里去。然后很开心，今天就在找寻蜂蜡章。居然还意外找到了，接下来高阶会有回馈想要制作的东西，只能说一切都是缘分啊，碎亏啦，赞呐！好，接下来我们降落到，好的，我们要去找大师兄吧，找我们16月大师兄，跟他 say 个 hello 这样子。お疲れ様，谢谢你们过来，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对，我们一起转机哦，谢谢你们大家。然后明天一边是友情，一边是友情，所有的不是为难着自己，只为你想吧，太为他想吧。啊，忘了怎么唱了。真的，一边是友情，一边是有劲哎！我们的友情应该经得起考验的哦。明天就是我们的友情有劲，沉重的爱重训台，好不好？啊！我今天芋头已经买回来了，我看着我那颗芋头，我应该是要满心欢喜的迎接它，但为什么像心情如此沉重呢？谁可以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此用复杂的心情面对我最爱的芋头？救命！总之呢，明天朱迪卡也会开台，您的最台主播朱迪卡也是会开台，但是会开一个就是可能我不晓得那个料理到底能不能吃，但是营养价值来讲，它非常适合重训补充。我尽量把它调配成可以入口，然后我们调配结束成功之后，我就把它切5等份，放进我的保鲜盒里冻起来，好不好？冻起来，我们就要在1-2个月内把它解决掉，好新鲜，好不囤积，好不好？谢谢你们，それではまもなく咱十六位大師兄はここ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講到伫咧，咱16位大師兄伊頻道咯，下好啲安全帶吼，面線哦，各位觀眾朋友啊，咱等下要講到啊哦。明天見，また明日，拜拜，痛并快乐着吧，你各位。